我今天居然可以开台耶！我居然可以开台！来，卢迪卡来了！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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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我觉得明天啊，高几率，我觉得明天高几率应该是会放台风假，所以我们今天提前吃烤鸡啊！万圣节快乐！我觉得我今天再不弄出来，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因为万圣节过去之后就是最喜欢的圣诞节了。吃烤鸡，大家吃烤鸡！而且因为台风要来了嘛，然后我们高雄的大南瓜提前销轰了，你们知道吗？啊，我的 B 卷变得好小哦，你们等一下哦，我调整一下哦。他去哪里了？初配信成功吗？没有啦，就是虽然说很像初配信，但是没有初配信啦。为什么那个不要出来？我有一个系统它不理我，可爱猪猪出没中。我有一个系统它不理我，干嘛不理我？算了，不理我就算啦。你们现在听我这个还 OK 吗？我那个系统它不理我，等一下哦。他没有不理我啦，他出来了，他早就被我叫出来了，只是我没有发觉到。好 ，OK， 啊，午安，对，我们今天开的时间稍微晚一些，对，因为明天要感觉有台风假，所以猪猪才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包含可能下个礼拜我们真的要迎来演唱会了 ，Oh my god， 然后有一些东西想说要买回来手做的之类的。对，欢迎大家伊拉塞，忘记放乖乖给他吗？有，他乖乖出来了，他有被我叫出来，只是我没有发现。伊拉塞，欢迎大家。对，我们今天在台风以前还是可以杂谈一下，还是可以简单唱个歌，即使不唱歌，也可以让这个可爱的万圣节精灵猪猪陪大家，好不好？对，明天可能没办法陪伴大家，但至少今天可以嘛，对不对？然后我看一下通知音效有没有放出来了。金萌干练，谢谢哦。谁的钱掉了？再投一次啊！谢谢你们。然后有点热，等一下我去开个冷气哦。我想说可能不用开冷气了，不过还是有点热。你们等我一下哦，先乖乖。然后我先把。好，这个要强迫大家到11月9号之前哈，强迫大家一下。好，我开个冷气。
好，吹口气的猪猪回来了，吹口气的猪猪回来了，而且我刚打招呼打到一半哈，首先是他我嘛，我刚从我们游轮回来的他我哈，然后阿月确定是4点半叫外送吗？其实我有在考虑说4点还是4点半，但其实4点跟4点半好像 OK 啦，就是你们4点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我又太话痨，不小心聊到4点半，这是最后的时间，一定要叫，一定要叫。台风来之前超忙哦，谢谢阿月饼，感谢。然后00学长，谢谢有，可能4点或4点半都 OK。然后浪不合一拉下，然后阿硬师面对提醒猪猪叫晚餐收到了，感谢你们，对，这靠你们了，因为我真的高几率可能唱到忘，或者是对聊到忘。对，明天又要来台风了，好多事情没做哦，特别可笑啊！台官先生伊拉塞，然后对了，我们就是11月9号，基本上会有一个猪猪很想要看到的罐头塔，对，就是目前已经确定预定了，谢谢，然后也感谢有在血流成河区，然后就是点赞助图示的大家，好不好？真的谢谢你们，对，让猪猪也圆了一个算是本土文化推广的里程碑吗？谢谢你们，对，谢谢你们，真的辛苦了。然后有双 BGM 吗？对不起，等一下我刚刚没有把那个 BGM 调我刚刚是卡甲的钢琴版加上那个演唱会 PV 哈。啊，算了，你们知道就好啦，那个双倍的宣传嘛。哎呦，对不起，我没有发现到。哦，没事的，你们知道状况就好。然后公孙乖乖伊拉塞，伊莎拉绿伊拉塞，Doctor 伊拉塞啊，你只知道比较快吗？好哦，好伊拉塞。然后他你寄到邮政信箱的那个通知，我这2天有收到了。我可能今明2天完全是没空拿的状况，但是不会让它放太久，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然后好伊拉塞。雅总，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让你大震撼吗？真的吗？我也大震撼，今天居然没有放台风假，好险！我也大震撼，居然没有放台风假哦。我昨天一直在看气象，然后就觉得说，总觉得礼拜3应该还是有机会再开个台，对，因为礼拜4、礼拜5就明天，我总觉得明天放的机会太高了，那至少礼拜3让我开个台嘛。礼拜5不好说，因为万一风灾真的又很严重，礼拜5可能还是会。就是放个什么清扫架什么之类的吧。蜂蜜，这个音乐你是来到了哪个喜酒现场吗？哎呦，这个是钢琴版的啦，这个是那种感觉是把费的现场，好不好？我都还没有把我的拿卡西放出来嘞，对不对？然后应该是轩轩，这位英文应该是轩轩来了，伊拉塞，欢迎你哈。然后对，吹口气，8月轩轩黄源，然后。新公苗伊拉塞，下午好，伊拉塞，主办的恭喜出配信成功，好，你就当做我今天是第一次出配信，也是最后一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吹口气的这个万圣小精灵，其实万圣小精灵万圣节过了，其实也是可以把它放出来了。对，我在想这什么生物啊？这个是万圣节蜘蛛，对，万圣节蜘蛛出自于就是可爱的泡芙老师的巧手，然后千里老师的建模，非常的可爱，超级可爱。对，可爱蜘蛛出没中，好不好？然后我看猪猪画面聊天室不会动吗？等一下，我忘记一个事情了。对，谢谢你们。等一下，我忘记替换那个。等一下我忘记替换聊天室的连结的啦。聊天室的连结。等一下，有了，他来了，他好快，哇，他快速滚动中，然后缺德的3个不缺德，你确定你不缺德吗？但是好啦，你真的不缺德，谢谢你提醒我。等一下，我又追不到聊天室，忘记放乖乖，没关系，是我点开了，然后忘记他在那边，后面聊天室一直在行好了，谢谢你们。卡梅赖达伊拉塞，谢谢你政治正确的打了精明干练哦。然后好，没关系，对，反正刚刚那个双倍的宣传你没有听到就好。防弹咖啡，为什么就来轩轩你很棒，你政治正确打了精明干练，继续保持，对，就是精明干练，不要被这些哥哥同流合污了哈。然后 Jeffrey 伊拉塞，现在跟今天看起来比较平常，更蓬对，我要略过这一则 Z 了。等一下，雅总，雅总，你想打什么？你好好说话啊！
你好好说话，雅总。对，机敏概念哦。然后寄东西不等9号直接亲手交，没关系，可能他娃又是不是又另外准备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对，但是我觉得9号可以看到你们就很开心了啦。我觉得礼物真的到其次，我真巴不得握着你们的手，好好的看着你们的脸，就那1分钟看谁尴尬，就那1分钟看谁尴尬哈。没想到礼拜3会放我也是想说应该是不会这么突然，只是之前的3坨2整整放了1个礼拜，我真的是内心创伤太深刻了。背景音乐好听吧？谢谢珊珊，谢谢。然后我看一下，那个音痴只是刚刚有听到呢，真的假的？只有你听到马卡西吗？等一下，会不会是因为搞不好你们没错哦。等一下，对不起，我没有把它关掉，我的锅啦！哎呦，今天回来的太匆忙了吼。等一下，不是今天回来太匆忙了。对，好，总之呢，好就是这样子。好，一九对狗在吗？好，亚总你是对的，对，亚总是对的，没错。要送的东西又是另外的了，要不然呢？今天要穿燕尾服吗？燕尾服有机会看到的话，对，机敏概念8月先生，你在迟疑什么 ？Jeffrey 把你那个名上面的草字头去掉，没有，没事，只是事情是不知道，突然不能用电脑版的留言都会被吃到上看到所以这才加这吗？好的，原来是这样子，好，这样子就不缺德了。好，林一下午安，也就饿了吗？我没有吃兔兔，但是我现在真的有点饿。对，我今天太忙了，我今天中午是有吃啦。我重训完之后，大口吃了3大块的蜜芋头，好爽快哦！而且蜜芋头还加无糖豆浆，完全就是否重训之后可以吃的营养食品啊！而且又不怕生其他怪怪的肉，生的是鸡肉，真是太棒了！你可以继续缺德吗？可以的话，希望不要啦。有没有这么想缺德这样？阿卡西加钢琴伴奏的一个莫斯瓦跟来，对不起，亚总，好好打字。古鲁斯伊拉塞，今天好 Q 啊！谢谢古鲁斯，几口气。我们原本想说明天如果没有放台风假，可能可以开一个万圣节导弹歌会，但是总觉得明天应该是台风假放定了，对，应该是没有办法导弹了，所以猪猪今天想说提前把七口气开出来一下哈。好，然后谢谢你们，应该都打到招呼了哈。对，然后你们帮我听一下 BGM 的声音大小，看需不需要再变大或是变小，再跟我说一下。我刚从外面赶回来，我的天哪，真的是肚子变好饿哦，的确是肚子在饿呢，好饿哦。反正是猪猪的锅嘛，好了，我背了。有在跟你讲伊拉塞，好，康瑞使用了导弹吗？他的导弹有比我还导弹吗？有吗？安安，有点兔肚子饿吧？即使肚子饿了，我也不吃兔兔好吗？可以不要让女儿开台吗？雅总，你老婆是哪位？然后你女儿又是哪位？雅总，声音好像可以吗？谢谢爱意思，谢谢。然后我们大高雄工业国现在开始有点阴阴的，我们这边其实早上还在出大太阳你们北部那边早上已经有开始阴雨的感觉了吗？我早上哇，真的是天气有够好的超好的天气，但是上次的3坨真的吓到了，所以我还是一样就快点先冲去市场，想说备菜抢菜，但其实也不太需要抢，因为感觉这次南部很像大家的积极度没有像上次3坨这么夸张。上次3坨的积极度是我早上去菜市场已经基本上没有叶菜类的东西，但是你们看我 Twitter 的照片，完完全全很完整就觉得好像也不用那么紧张，但是我还是有买一些叶菜类回来囤啊，总觉得我明天感觉又得要展现我的厨艺了，对，因为又要台风假了。亚城那边已经风大雨大是不是？一整天都在下雨吗？有下雨但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好，果然那边已经阴雨天了，果然现在的北部比较有感。
南部超无感的啊，所以抢购什么的，南部这边好像也没什么抢购潮。今天都是阴的吗？完全没有阳过吗？啊，我们南部这边好阳哦，这边阳到就是晒得好黑哦，感觉会晒黑的那种。目前台中哦，风已经有点大了，是不是？好哦，感觉这是高雄应该是还蛮 safe 的。然后黄小猫一拉晒，感觉雨不是很大，是不是？好 OK。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哈。阿医师，台中风光明媚出太阳吗 ？OK， 炮灰先生，我们大高雄工业国也是异同好吗？防疫破口，等一下，开关先生为什么唐突防疫破口？刚刚中午出门晒过了吗？真的是很晒耶。我早上重训的时间，最近我都是改9点半，然后9点半之前吃一些早餐，然后去市场想说买个菜，好像大家也都没有很紧张啦，就是囤货量感觉都还蛮够的。我就连拿那个香菜也都是免费耶，好爽哦，好爽！因为毕竟我常去买啊，所以老板都大把大把的给我这样。所以我昨天就在想说我台风假要煮什么，已经在想说要煮什么，反正就注定感觉要煮了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好想喝萝卜排骨汤哦。对，我就想我想喝萝卜排骨汤，然后萝卜排骨汤怎么可以没有香菜？对，然后今天就跟老板讲说我要炖萝卜排骨汤，我要香菜，然后他就给我一大把，太爽了，要加爆啊，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好宜拉晒，南部好阳吗？对，很阳，没有错，我们这边很阳。好，防疫破口，谢谢你，开关先生。南部呈阳性，对，我是防疫破口，没有阳过那小龙女吗？我阳过了啦，牙总我阳过了啦，我在9月的时候又二确了，好不好？二阳好不好？好，我们是再度阳过这样子。至于小龙女，你们可以去寻找你们属于自己的姑姑哈，你们乖。你们像那种大太阳吗？这位是经纬先生，好酷哦！钟经纬先生，好有趣，谢谢你过来D台。我是精明干练的猪猪，你可以叫我精明干练的迪卡。如果说你喜欢精明干练的风格，请务必就是随时锁定精明干练的本频道。谢谢你过来看精明干练的我，去口去。精明干练，好冷哦。OK 啦，安医师还撑得住哈。想过，我也想过而过。等一下，我也想过而过。八月先生，你是说你想要旁边有一位小龙女是这样子的意思吗？那么谢过生也是啊？等一下，我是老婆你的小龙男。那个雅晨的那个讯号，他的狼烟已经升起，他哇尬下去了。他哇，你还看不懂雅晨他的意思吗？他要跟你尬的意思了啦。马芬先生，你拉下已经上。不是，本频道的宗旨一直都是精明干练，你们不懂吗？本频道的宗旨一向如此，都是精明干练，你们不懂吗？都说了好几次了，精明干练，你们就是听不懂吗？你们是耳朵长好，不要讲奇怪的东西。你们是耳朵长耳包好。我有没有想讲一些不太该讲的东西？好，没事。对，本频道的宗旨一向就是精明干练，请好好的记住，可以吗？过的生活哦，好，这个标点符号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阳过康复就变阳康。开关先生，我真的觉得每次在你身上都会看到长官人夫的阴影，我真的是怀疑，就是这个其实是长官的小号吧？为什么你们的风格可以这么想啊？要吹口气，好像在酒测吗？说到这个，我还没有被酒测过我是看起来太善良了吗？我这辈子真的没有被酒测过，我没有吹口气过对，只是吹口气的糖果我也不怎么吃，我其实不怎么过万圣节因为我每次冬天最期待的就是圣诞节，而且其实虽然说万圣节比较算是临近的节日吧，可是我其实最近一旦就是早晚温差开始变得有一些凉意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就开始疯狂放圣诞节的音乐，我就觉得好享受，好期待。汤包哥已来晒，汤包哥是糖果啦，不是哪有？我明明就精明干练，有香草是要草字头，我那个是香菜好吗？我那个叫做香菜，
原来 YT 吃你留言吗？啊，这个不是骚球吗？刚刚骚球有打字吗？没有看到啊。好，一大下。然后现在有了吗？啊，阿英师有了什么？第9册你就要破防了吗？等一下，开关先生等一下，你的破防我觉得是因为有被罚钱是吗？因为通常9册不会怎么样啊，你没喝酒，9册不会怎么样啊，你一定是有被罚钱过，开关先生。一般领检者没问题就不会9册了吧？应该是这样子。因为我其实也很少深夜出没所以我也很少被临检我真的临检的经验值是0会不会这一讲就是那个11月9号去台北，然后演唱会完，然后跟姐妹太嗨，然后可是也不需要9册啊，我们又不是开车上去，我们是坐车上去，也不用怕9册啊，喝的烂醉也无所谓啊，随便啦演唱会过得放纵啦之类的，这样即使喝酒是被我姐妹扛回饭店之类的，对，也不会被9册啊。对啊，感觉我很像这辈子被9册的机会太少了。对，开破防了开关先生是不是？然后每次都故意问警察要临检我吗？警察都会特别会说一点都不可以。你是多想被临检？你是很想被临检吗？雅晨，你碰我碰大家碰。汤包哥，难道你没看到我一脸精明干练吗？吹口气都要到了，我把这个精明干练的这个形象放出来，你们感受不到我的精明干练吗？是不是？大家就不太友善吗？你是也欠 YT 汇钱是不是？刚刚留言都被吃掉，我要不要这么可怜？好啦，我们现在看到了，没事好不好？开玩笑都开快先生，你居然有被靠进去，所以说你是某一天心存侥幸喝了酒，然后被临检，然后吹口气之后呢，然后你就被靠进去了，是这样子吗？开关先生，要不要这么精彩？YT 随时都吃留言。还是说，开关先生案情不单纯，你是对了萝莉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都自己过去听，然后被警察赶走。等一下，所以李林学长也长得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然后就被赶走了。就我们心存善念的想要过去被临检，反而就是被赶走了。对，我们只能说我们长得太善良了，好不好？我们长得实在是人畜无害，没有办法。今天伊拉塞啊，开完演唱会就丑态百出嘛。我即使没有开演唱会。我也精明干练，是不是？李林学长说没看到吗？我们刚刚是真的没有看到那个骚球的留言还是说我眼包滑上去？爸爸熊伊拉塞，只感觉剖吗？明明就有精明干练，特别是我这个形象，不就是我的精明干练量身打造、量身定做？这是一段很长的被学弟坑的故事吗？学弟坑你，然后你被9册还被靠进去，哇靠！这学弟可以放生的好不好？我跟你讲，交友谨慎，知道吗？交友绝对要谨慎。这故事告诉我们，交友谨慎。开关先生，拿爆米花坐下。阿医生，爆米花给我，我要那个巧克力口味的，谢谢。甜咸口味的也可以，谢谢。好巧，学长你也是。等一下，所以说，好，雅总跟李宁学长都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想被临检，然后开关先生，总之呢，他有被靠进去的阴影。好 ，OK 哦。在 YT 留言都会被吃掉吗？只能开小账？为什么倪双先生你也都会被吃留言的？可是警察会，那我说，反正我长得凶，我就会是这样。你这样子，你们这样闹警察，警察不会生气吗？一到临检不要怕，反而会叫你快走吗？我其实晚上开车的经验一定也有嘛，毕竟我真的也老司机了。好啦，哪方面的老司机？这个不是，我说物理开车，好不好？你不要想一些奇怪的东西。我们上次套中岛3点，然后再讲下午才洗干，我们洗下面奇怪的什么老司机好。我晚上开车的经验也是有，然后也是有在山区碰到临检，因为有时候就是跟姐妹可能去青青农场，我们薰衣草森林，或者我们开一些阿里山路都有的。然后那些临检其实。停下来，他们也没有要查的意思也是对，也就是像你们讲的快走这样，完全没有让我们吹口气的意思吹口气，我想吹口气都没有呢，我没有这个吹口气的经验呢，下次想到吹口气一下也没有这个经验值，怎么办？没有办法跟你们聊这个吹口气的这个经验。你说的没看到没有看到猪猪精明干练吗？明明在我头上，明明在我脸上，不就是精明干练吗？
错过我的精明概念，你们不要逼我把精明概念长出来给你们看哦。我现在长出来，你不要吓一跳哦。你们现在惊讶真的是太迟了，我的精明概念，我就长出来给你们看，知道吗？好，下一位。等一下，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了。等一下，要旁听实习跟现行犯的身份。等一下，请问，等一下，开关先生，为什么你的经历可以这么精彩啊？你是上次就是被学弟坑之后，然后你旁听实习跟现行犯的身份经过北地院，就是我靠，你下次可以分享一下了，开关先生。什么？大家听到什么交友谨慎，交友慎选呐、本来就要慎选。你看开关先生这样学弟的这个坑，然后他就被靠进去了，这不就是叫我们交友慎选吗？是不是？想吃瓜我也很想。有被临检过，但临检你是签的，你当下无言吗？啊，被临检过，但临检，等一下，也就是说，汤包先生。就是你有亲友在做警察，然后警察把你拦下来，就居然是你们的亲戚，是亲家朋友，很酷啊！开关先生经验真丰富，对人生经验没想到这么丰富，难怪他上次在唱歌的时候，在台上透露出了故事2个字。这位先生有故事，他的开关打开，可以跟你聊3天3夜的那种表情，你知道吗？另外一天很乖啊，莫名吃留言嘛，好哦，就是。好了，我开车还开蛮久的，但是就仅止于开车，谢谢。不对，我觉得我不管怎么解释都会被歪楼，算了，还是不要讲话。所以要看时代的时候，就上面的人说他们不忙就还好嘛，原来是这样子。修伊拉夏，今天刚刚跟你聊的时候啊，现在跟你聊的时候公司，等一下，修先生，哇，修先生你今天也有故事啊？修先生你还好吗？我们这位 HR 被资遣哦。好，我看样子今天可能开关先生跟邱先生都需要来瓶酒，需要来我这边来瓶酒。我这边像酒吧是吗？我今天这个下午感觉应该供应一些酒品的。主账要留言，用手机才能吗？电脑没办法留言，怎么这么硬啊？主账现在用电脑留言会被 YT 吃掉。大学有次打工的老板要去训练配我领口，我才看到他直接把头探进来。开关先生，你为什么跟临检或者是警察先生，或者是被靠进去这些关键字这么有缘分呢？开关先生，你一脸，我觉得开关先生一脸长得人畜无害啊，到底是怎么了？迪弗林那夏天怎么这么远吗？我觉得精密概念好吗？你不是各种老司机的信什么？等一下，汤啊，你是被谁盗账号了？我怎么觉得这一句非常非常像风评迫害？你在风评迫害猪猪？确定临检你的是啊？缺德的三哥，我们中原普渡过了，不要这样。これがやめてください。这口气，阿恰，这口气。然后我追不到聊天室，完蛋了，我追不到聊天室。那看起来，会不会他妈就是回馈？哦，原来是这样子，也是啦。我们心存善念，不偷不抢不躲，对不对？光阳以来塞，烹糖猪，我还翻糖猪嘞。什么？我的精明概念罢工了，它在我头上好吗？一般临检都看驾驶。明显正常没酒味，你会直接放的是吧？我看起来人畜无害又精明概念，那当然会直接放生我啊，对不对？有在跟你讲，当然要放那什么，还知道明耀，等一下，我觉得开关现在真的很坏，他坏的程度真的跟长官有得比耶。九可你还好吗？你现在复原的还 OK 吗？宇宙大学环被伊拉赛。然后律师拉下来是精明概念，你看我们律师多么的政治正确，我们香香的 B 朋友就是知道精明概念政治正确，对吧？律师，谢谢你过来去口气。然后我们有国事99吗？开关先生，你可以就是对稍微的跟修先生稍微就是对，你们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彼此安慰一下。有故事没关系，有事故我也这么觉得，有事故有时候只是简单小小的擦撞哦。我靠，搞不好对方要告你告到就是整个。赔到脱裤子之类的也会哇，真的是大家真的用路人大家都要小心，然后保险真的要保，我是真的觉得很重要。谁知道伊拉赛欢迎梦游伊拉赛，测试一下，好，欢迎测试后，然后没想到被测过9次，只是警察问你到底在谁分上，所以雅晨你那时候是因为你
是口气的这个经验值解锁了，非常兴奋，很兴奋，你知道吗？很兴奋的那个图吗？是这样吗？难过的释放。好，谢谢牛妈昨天开的第一枪哦，最喜欢你们就是在 DC 相辅相成哦，胡言乱语好不好？就是有时候没有空在 DC 跟大家交流的时候，其实偶尔也是会过去挂一下啦，潜水一下，然后看到你们又开始就是发酒疯，就觉得很有趣。怀瑾先生，以来下一头波天要拼酒吗？汤哦就基本上因为常常唱歌，爱唱歌，所以不喝酒。但是呢，你们台风天如果相约要去别人家做客拼酒，真的要小心，尽量不要再开车在外闯荡。可以的话，就住在你们的兄弟家。谁叫你们家的兄弟这么香，随时都可以转身的，不是吗？对不起，被盗。好，怀瑾先生，以来塞哦。本频道非常的单纯、善良、天真哦。你刚刚听到的那个只是被盗账号，谢谢怀瑾先生。我为什么一直追不到聊天室？要错过萝莉？没有，我还没有开始唱笑笑歌。好哦，然后对我现在还在杂谈，不用担心，因为我今天2点半才开台。所以这个酒吧老板娘看起来很澎吗？什么澎？我机敏概念。然后阿琛，回警察说我第一次被酒测，好兴奋。警察直接讲，你真的很可爱可是我觉得警察遇到这一类善良的民众，应该都还蛮喜欢的啦。对，毕竟他们遇到的坏人真的是很多。是被 YT 吃掉了吗？你是说我的碰吗？我的碰早就被 YT 吃掉很久了，好吗？每天都有鸡毛概念，哪有精明概念？你们是国文老师会哭晕在厕所，不可以这样子。虽然这样很对不起开开先生，但你觉得他的真的假的？开关先生，你被我们的大佬套话说你长相很适合当渣男呢。开关先生，喝了啦！开关先生，你今天过来喝了啦，快点啦！开关先生，你有故事哦，我们有酒喝了啦。打总自从被哥丢下来之后就坏掉了，没错，他没有一天是正常的，但是我好欣慰，谢谢你们的坏掉。第一次被酒测很兴奋，你知道吗？就那个梗图，你知道？宇宙大学完妹，好好打字哦。对，相辅相成，8月先生你很棒。事故可能，你没事，对方的后照镜掉下来，先生。对，没错，对方的后照镜哪是掉下来，然后好死不死，他要是好死不死是特斯拉，好对不起，特斯拉，或者是什么，我对名车不懂，特斯拉、玛莎拉蒂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保时捷，对你真的会配到脱裤子，真的要小心。好兴奋，对我好兴奋，牙齿没错。当不起渣男，你没有当不起渣男梦想。开关先生果然很有潜力，对，相辅相成，光呀。然后我为什么一直追不到聊天室？然后第一次酒测骑到一半被让我撞飞，等一下，骑到一半被路边起步的车子撞飞。他哇这么纤细，那个车子一定是故意顶你。他一定觉得你的背后看起来就是一个妹子，正萌妹，然后就想说撞一下，看能不能认识一下，就没想到是一个男儿音这样子。你只喝一种酒，用牛妈又开始了，牛妈这个深度骚又开始了，那个牛妈这个深度骚、深度撩又开始了，好吗？这是称赞的意思，他太帅了吗？原来是这样子，是，那开关先生。人家只是觉得你长得实在是太罪恶了，因为太帅了，好吗？你看讲那真的是夸奖吧？对啦，因为毕竟要，不对，我跟你们讲，有些男生根本就是在审美观里面普罗大众的审美观里面，他就是真的是长得普通，可是他就是有办法渣我大学遇过一个，可是那个是我的室友的好姐妹的男朋友，我待会跟你们分享。我先追完聊天室，我只能说我姐妹。怎么有办法忍受算了，对，我只能说渣男只要你有心，人人都可以成为渣男哦。真的丽丝伊拉塞他留言没有被吃掉，只是来不及看到。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精明干练的想要把大家的留言都好好的看过，因为我担心明天台风假没有办法陪伴大家，而吃得当渣男也是种本钱。是的，光雅先生是好像可以，是的，但是我认为有些帅哥，所以我觉得大部分帅哥都还蛮良善的啦，所以有时候你要不要当渣男只是一念之间，你不管长相怎样，只要你想当渣男跟长相无关，你知道？等一下我聊天室追到哪里啊？
等一下，我聊天是追到就是那种从10年开始，你看时光就没正常过吗？没有关系，雅总，不管你正不正常，我很开心缘分，就是把你丢来这边，然后继续不正常，我很开心，好吗？哦，特拉斯不是啊，特斯拉牛吗？不要，好，你们忘记，并没有好，还真的像黄灯失败，并讲专档，然后那种说了半天，才发现真的说是不是他可能觉得你是个萌妹子，就居然是一开头就哇靠！好，我知道聊天室好扯，收过好人卡吗？我觉得现今的男生收好人卡，我觉得已经算是蛮普遍的没有，不是说，应该说。其实有时候收好人卡，我倒觉得真的也没关系，因为对方也讲清楚了，就是你也知道说啊，他没那个意思了，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所以我倒觉得不是坏事情。最讨厌的是那种你不发对方好人卡，然后又一直在吊对方付出，对，然后就没有要那个意思要跟对方在一起，但是你又故意一直发糖，我就觉得啊，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对，所以我倒觉得你果断的发好人卡给对方。然后让对方知道说不需要再浪费时间，这样子也好。我们时间是很宝贵的，好不好？看过很多渣男长相真厚老师，真的啊，地茯苓是真的。哥布林当上渣男，一些就变成这种对进是没错，对进警察局，哥那些长得比你差，也没有你有钱，却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吃到，就是有一些妹妹的一些渣男撩法之类的。对，我觉得现在这一类的影片还蛮多的啦，就是那些虽然说你可以当成参考，可是有些讲的也蛮准的，例如说这女生有5种特质，请不要接近，或者这男生有5种特质，代表他是渣男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有些这不得不说打到我心坎里面，觉得好准了，会头皮发麻的那种。破防了吗，亚珍？那种就是养鱼啊。那我等那张卡是吗，雅晨？等了4年他才给你哦，哇，那你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呢，雅晨，你今天有故事大家今天都有故事，不是海王就是海后，汤里面很多鱼，雅晨不哭，牛妈怎么办？牛妈这个情场老手了，好不好？牛妈又是我们，牛妈是谁好？牛妈怎么办啊？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有故事，他们在哭呢，牛妈，你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安慰他们？我们牛妈交给你了。我们牛妈身兼人夫过去式，然后又有丰富的经验史，好不好？又是情场撩手，好不好？又是深度骚，牛妈这时候该怎么办？没事的，雅晨，你人真的很好，只是我们他哇靠，他还开始在讲疯话，讲干话了。你每次都被甩吗？开关先生，怎么会这样？特地拉，笑哥你过来，笑哥那个你们就略过了。你在等那张卡，朱迪卡。哇，天哪，牛妈你真的很会，牛妈，我真的觉得很荣幸迎来牛妈，你知道吗？我们这个缘分，牛妈就是单纯真的是那种每边压力真的很大，然后来这边讲干话，但是讲的干话又非常的风雅哦，好喜欢，你知道，好喜欢，真的是风雅干话王，你知道？双水记得要。渣男香是，等一下是这样吗？有没有概念啊？小乌龟，我记名概念，我记名概念。然后谢谢以上，在等朱迪卡。不是啊，就是雅晨，你的正宫不是 Muse 小姐吗？那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应该是 Muse 小姐是吧？那个正宫会吃醋的。牛妈有料，超有料，好不好？牛妈真的是各种情场老手，好不好？牛妈，我会交给骚球吗？不是。骚球为什么会这么骚？也看他妈，他妈是个深度骚，你要骚球不骚吗？是不是？不会是什么曾经的腐花堂冠军，我们第1届冠军呢？是不是？2位承让 P4， 结果追了女友3年才追到好啦，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彼此观察嘛，对不对？会感觉那种蛮土味情话的吗？地茯苓意下是说。您的意下是说，我不管是哪个意下，您有办法说出更骚味的土味情话吗？你有办法说出更骚的？来，马上来，让你展现一下地茯苓，涂起来，马上没准跟猪说我爱你而已。好啦，这个就够直白了，好不好？因为是雅珍，你的正宫到底有几个？
他们是偶像，是他们是偶像，但是我觉得我对你们而言也是一个实况主，也是一个实况主啊。你妈说偶像，我觉得也算是吧。好啦，不算偶像也好啦，朋友好，实况主，对啊，不能称得上是老婆吧？看这个的糖果，我就想那个吃不到，谁说我吃不到？我是马上吃给你们看，我是要马上吃给你看，我要吃到怎么办？我要吃到。好，我吃不到，我真的吃不到，对不起，我真的吃不到，我真的没有成功过吗？真开关先生，你这句话，我原本打算说你有故事，我们有酒，我们就来讲，我们就来谈，我们就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你他妈跟你讲说每任都是被追，你是很想被烧是吗？你是很想被烧是吗？开关先生，太油的情况你会吐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有办法说出更油的来呀。我们来尬广一下，是不是？实况主，我是很爱煮饭啦，是不是？然后，小轩伊拉塞，小轩欢迎欢迎，什么朋友呢？好朋友哦，因为你知道，那就不用讲。等一下，大姐也出现尬广了。大姐其实也蛮会讲，就是骚味情话的大姐，然后讲一讲，然后就去睡觉了。对，大姐要。那一天不讲，那种浑身不自在，没有办法睡着，对不对？不讲到那种骚味情话，那种不自在，无法入睡，对不对？然后你吃到了就不用嫁给我，大姐，我就是一直吃不到啊！你到底要？你看这个大姐，其实大姐她也很会。开关先生这么抢手，开关先生一点就抢手，好不好？太有的土味情话，地沟油。好，开关先生，你真的很有潜力，就不用吃就够甜了吗？我应该是够油了吧，很油啊！开关先生真的很猛，是不是？阿医师，你也不遑多让，之前躲到角落也被我揪出来，那个看起来很硬的观众，对我来说，我现在不但实况主，真的有太阳，我的爱妈！好，我们他式情话出现了，谢谢他式情话，有那种被甩还是被绿？开关先生，你真的很多故事好，你可能不会追，所以你每任都被追。被追过去之后，不是被甩就是被绿。你要不要这么被动啊？你要不要哪一天就是主动一点啊？搞不好你主动追来的，你有这个主动权可以甩掉人家。好，对不起，我不应该教这种奇怪的东西。对，但是你怎么这么的被动啊？那真是3任都不行的。然后我看一下，那我又追不到聊天室啊！等一下。然后一下就听到尖叫吗？没事的，马克先生，因为他们有在欺负我，很骚的土味情话吗？就是好，但是我们像天气渐渐转凉了啦，对，地沟油，就是觉得甩了别人的那个，你是真的觉得不能耽误对方的确啦，我觉得真的快很准，你会发现我们人的一生的时间真的不够用，人家追星，我追你啊，有这个可以，小乌龟你也开始涂起来了，很棒。我们本土文化的宣扬真的是舍你们其谁耶！哇靠，这个本土文化的宣扬，本土骚话，本土文化，本土骚话，我觉得可以开一个企划本土文化，本土骚话，只是不晓得参加的意愿大家够不够，因为本土骚话需要一些灵感啊。对，我知道有一些像牛妈或者是他瓦。或者是开关先生、雅晨，感觉信手拈来，或者是我觉得大姐也信手拈来。可是参赛者万一就这几位，但是我们或许不要参赛啦，就填表单啊，对不对？我们推广本土文化之余，我们也不忘推广本土情话。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可以稍微的做个整理，然后等到演唱会结束，我自己就是把自己放松一点，才慢慢再把这些企划再慢慢开出来。对，因为我10月、11月我也不太敢开那个。台湾文创主机的访谈，因为我又怕忙不过来。我觉得这些本土油画、本土情话可以开一个企划，我觉得也很本土啊。不一样的老婆 Muse， 对 Muse， 我心中那种想法是希望他们过得幸福。但猪猪，你知道吗？我的雅真，你是不是对你前9任的正宫都讲过同样的话？雅总，谢谢你的专情，雅总真的坏掉了。然后土味情话，你以后不生小孩，不想生女儿，因为我长相不想捧明珠，只想捧猪猪。哇靠！地茯苓你也可以耶！地茯苓出招了！别家的酒咱这边可以这样吗？牛乳汁
有迪卡，这样就能女主角了。对啦，我知道啦，可以啦，对对，这个我有想过，对，这个朱迪卡本人有想过，爱你越久，我越被动。伍佰老师都出现了，只因你的爱，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用了追不到聊天室，但是你可以追得到我。其实我觉得土味情话大姐应该有资格参与，对，应该是说她绝对是前几名的，你知道吗？你后来才发现，原来你特别喜欢用排比的手法，很类似。其实我觉得哈瓦的比较像是叙事，然后土味情话冠军真的是牛妈，可是牛妈她那种是很深度的情话，有时候并不土，有时候真的是会被撩到，然后觉得这个人怎么讲干话讲的就是一脸道貌岸然，但是也有会被撩到的感觉，很好很好，牛妈不愧是你。默默看着大佬，薄荷说啥呢？你撩你们家摩西就好了，是不是？你乖，不然摩西又要吃醋了。我是没，我是没，开怪先生，你必须说数字一拉长之后收尾真的很难哦。是吃饭饭一拉塞，欢迎欢迎。然后电话是不能拿来比赛的，这些都是即兴信手拈来的。对，我也这么觉得，我真的觉得也是跟一句话一模一样，就是爱情不能做比较。薄荷，我们来取暖好了吗？哦，阿应师，你们都是属于那种无需说太多的那种亚洲式的那种爸爸的爱，就是默默的守护。み守ってるわかる，太深了，化石情话这样子吗？化石情话。而且我今天因为想说，可能明天台风假，所以我今天其实比较想说轻松的杂谈居多，唱歌不是不行，但今天就是特别想聊天。对，就是会觉得今天其实很感觉不唱歌也没关系，对，因为就反正明天开不了台了，今天就好好的聊个聊。因为下个礼拜我可能全图发哦，下个礼拜我应该全图发，对，我还是以演唱会为主轴，对对对，他们但暖在心中，暖在直率的个性，不愧是我们的骄傲，迷士们最爱你们呢，啾咪，这样可以吗？狂老，好，没事。身为一个理工人，这种话如果不是热恋的时候，多人会想吐，但是身为双鱼，你要很懂这种干话嘛，土味干话。松松老师，你拿下，我们今天在讨论土味情话哦。我今天看起来特别猛吗？是特别的精明概念好吗？松松老师，你会讲土味情话吗？满满的土味，那种土窑猪脚，是不是？想说长，你聊聊，我聊聊，没问题。你看牛妈真的是超级信手拈来的，好不好？牛妈真的是只要 feel 对了，她怎样都可以跟你讲干话一个下午，讲土味情话一个下午也是没有问题啊。雅晨，我好了，我好了。对，而且因为其实我就是有时候会发现说，就是除了要多做一些功课之外，很像现在就是在 YT 上面可能有大家在看些什么，好像也非得要去做功课不可。可是偏偏我的时间又特别的，基本上都是被榨干的，所以我应该要做的功课应该是就是说其他 B 鹏鹏可能最近做了什么企划，或者其他 B 鹏鹏最近发了什么专辑，对，这些东西对我而言都是经营频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可是我也是那种属于我只要下播之后也很没有空去经营那些可能做功课的那些可能交际应酬啊，因为有一些功课做完之后也是可以密 B 鹏鹏私聊说，哇，你最近的企划真的好有趣哦，或者说你最近的那个新单曲真的好好听，新 cover 真的是去哪一间录音室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基本上都算是交际应酬的一部分啦，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很可惜，这些时间我是没有，对，这些时间我都没有，就连同可能去 YT 做一些可能时事的功课，其实这些时间也都是被压榨的，对。可是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时候开 YT， 然后会被一些演算法推到，然后我会发现说，现在可能男女单身族变多了，然后也因为网络蓬勃发达，所以也变成说，例如一个人去唱 KTV 也算是见怪不怪了嘛。对，就说啊，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加上钱难赚，然后少子化，然后渐渐的大家可能对于交流或者是谈情感变得很陌生，甚至真的没有
经验、零经验的人很多，所以就变成说，我有一些朋友在做网红，或者是可能在经营 VTuber 之类的，他们就会去拍一些辅助男男女女交友的这些短片，然后我看了之后，然后演算法就会因为会怎么讲，会洗嘛，然后看完他们讲的那些什么经验谈，然后演算法就会推给我另外一个什么闪避渣男守则啊，或者是说要挑可以就是说什么样的女性才是真命天女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疯狂被这些演算法洗过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哇靠，也太多这类的东西吧，难怪我朋友想要拍，因为的确是需求量蛮大的，对，需求量蛮大的，因为现在很像蛮多人真的需要这些的教条手册什么之类的吗？你们有去看这些东西吗？还是对你们而言这东西根本不重要，因为第一台比较重要，会吗？因为牛妈平常都这样啊。好吧，这果然是牛妈的日常吗？她哇，一聊百聊哦，好，没错哦，马克先生。就说国外的月亮特别圆，但是你并不直男，因为国外的月亮哪有猪猪圆？少哥，你确定要用这种东西撩女生吗？可是很可爱，好，收下来。对，快乐刘妈，对，刘妈是这么来的，好不好？她很懂女性。练完了，谁那个醒哭在？等下，练完了谁那个醒哭再来说故事？开关先生，明天就要结婚了，想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哦，真的吗？真的不是开玩笑，松松老师，不然婚礼没有心干。等一下，松松老师，我原本想跟你讲说你办在哪里，北部、南部、中部，然后这个就是松松老师的土味情话，好，很好。你们其实都还蛮懂土味情话的嘛。我也只能一个人去 KTV 啊，不对，你好像也不敢。他哇一个人去 KTV 也不敢吗？要不要这么可爱？太可爱了吧！8月8。你是在看我之前也是有被推过微老板，然后有些东西还蛮打中女性的，对，然后但是我的朋友不是微老板啦，我的朋友事业没有做这么大啦，情场完全求生手册，这样讲也是可以啊，就觉得没什么缺点，唯一的缺点就是好有这个我有听我朋友讲过，有 OK， 是单语拉塞。松松在北部吗？办在北部是不是？好啦，松松，哪天真的要嫁了？不是要嫁了，对不起，哪天真的要娶了要嫁。然后啪啪小雨拉塞，等一下，为什么有彭于晏啊？我们人类需要健身，不能每天坐在椅子上这么久。彭于晏先生，谢谢你，彭于晏先生。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不会是本账。彭于晏先生，我有在健身哦，我有，我今天早上才刚健身完。我健身完有补充高糖分，然后高蛋白的饮品，我是乖宝宝。彭于晏先生，我可以合理怀疑你是牛妈吗？彭于晏先生，请问你认识我们家牛妈？应该认识吧？小小的啊，是16，小小玻璃投币，对呀，那种一人的单人卡拉 OK， 基本上我朋友其实基本上想要 K 歌，但是不想要找人的话，就会自己去那边呢。他是杨董的哦，不好意思，是杨的，没有错。巧巧老师伊拉塞，欢迎，谁要嫁了？搞不好，等一下，欢迎降落啊！16，谢谢你的降落。我们现在讲土味情话跟土味骚话，我们欢迎小公举的降落，谢谢小公举的降落，欢迎大家。我是盖伦斯 VTuber 迪卡追逐机，我机敏概念哦，有没有看到我一脸机敏概念？吹口气，万圣节快乐！而且万圣节呢，是我们小公举的节日哦。可是明天可能有台风假，猪猪可能就没有办法开台，所以今天想说提早跟大家去口去一下，但是也算是比较轻松的杂谈这样子。好，轻松的杂谈。谢谢少伦的降落，特米，谢谢你的降落，冰心，谢谢降落 ，Night， 谢谢降落吉姆，谢谢降落，谢谢。然后飞云，谢谢降落，高等生物，谢谢降落。然后lover 好 lover， 谢谢降落 ，KK 谢谢降落。然后元手手谢谢降落，然后抗轰谢谢降落，然后阿胜谢谢降落，然后阿塔利亚谢谢降落，汤姆谢谢降落，尤提谢谢降落，然后 Miss Bong 谢谢降落，凯谢谢降落哈，然后欢迎大家。现在发问不想找人去 KTV， 为什么不自己在家唱就好了吗？因为我们需要伴奏啊，我们需要有那种 feel 啊。
就感觉自己在开演唱会的 feel 啊。虽然说只有一个人，然后那么上4个字你们可以，然后你是豚足鸡彭于晏，彭于晏我可以合理怀疑你是我们家牛妈妈。这个双眼如此的自信，你们看看我的双眼就是精明干练的证明，是不是？本频道的宗旨一向都是精明干练，好好阅读你们眼前的字，不可以加草上去，谢谢。直接降落土味情话战场。对，敬爱的各位，我们现在在讨论土味情话，毕竟本频道的宗旨一向以宣扬本土文化为主。我最近渐渐的发现，本土情话、土味情话实在是也真的是不得了，非常的有深度。对，于是跟大家讨论起来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稍长友谊拉塞是精明干练，谢谢。然后妖精，谢谢你过来。然后寿山动物园代表河马骑士土星星人家这么可爱的阿俊小公主，怎么会是土星星呢？是不是？人家然后科罗哈伊拉塞一发不可收拾，没错，台湾的土味情话到这种谐音。对，其实我觉得台湾谐音梗很可爱耶。那记得帮可爱万声猪猪点谢谢，感谢你们的降落，感谢阿俊小公主开台辛苦了，去口去，记得要喝休困起来。来，我们刚刚迎来了夏月乔老师，那我们看到夏月乔老师，那我们的 keyword 这个关键字是什么？对，你们又要被我洗脑这个东西了。谢谢夏月乔老师，迎来大家的降落，以及夏月乔老师，趁这个康长跟大家再来宣传一下我们11月9号的 B Stage 演唱会呢。B Stage 演唱会呢，来，我们的置顶连结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资讯，点下去，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成员咯。但是我们这支 PV 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即将演出的成员们，好不好？去口去，对，我们乔乔老师是关键词。我看到乔乔老师的美图。在11月9号之前，你会被我宣传到很烦很腻，但是我还是继续宣传，好不好？谢谢，是尤里酱。然后这次我们非常辛苦的米娜哈，然后我们全部的各方面里外都包办了哈。还有我们的通通，我们帅气的通通也会出现在这次的演出，好不好？广告的猪猪不止精明干练，我随时随地都精明干练哦，随时随地哦。来，我们现在回来我们的这个场景哦，我们现在马上回来我们的精明干练的猪猪了。等一下，我们刚刚在哪里？这里，好，我精明干练的回来了，谢谢大家刚刚陪我把我们乔乔老师很漂亮的 PV 看完，谢谢。对，这是太精明了，乔乔老师，看我头上的精明干练就知道了。对，我刚刚那一瞬间只是被盗账号了，好不好？就跟我现在的这个形象如此的精明干练一番，你知道了我的精明干练没有错。对，我们即将在11月9号呈现最精明干练的演出。如果我在台上忘词了，或者是不小心摔倒了，一定是被盗账号。我11月9号的我忘词的话，我可以说我被盗账号吗？演唱会是要盗什么账号？我其实真的很担心我会忘词，因为我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现场演出的机会了。对，但是我很开心，就是这次有这个机会，我们算是跳脱以往 VTuber 的演出形式。好，我们真的是我们本尊轮番上阵跟大家互动，但是你们不会看到我的脸，我们会是以蒙面歌手的形式为各位做展演。而且我们有分上下2场嘛，2场的视觉以及听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响应哦。被附身，完全明白。好事你们明白就好。对，我就是原上原住民的啦，因为我本身不是原住民的啦。对，就是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可爱的啦，这样好不好？什么只看到碰碰猪，你们看到的是精明干练好吗？松松老师，碰糖猪猪，碰糖感觉很可爱怎么就不信？你怎么可以不信秋天枫叶？然后狂龙之眼，谢谢你。对，请相信我的精明干练，当然是要神教出现了，欢迎随时来看我的精明干练，我就是精明干练好吗？谢谢，也谢谢大燃烧神教，上次有出现在我们冒险者公会看猪猪的演唱，然后上次的冒险者公会实在是我高下拍谢谢你们带的给息，好不好？放弃至少不是假唱哦，对，至少不是对嘴嘛，8月先生。
刷一排不行，不能刷一排金盟干练，是刷金明干练。你这叫夺舍是吗？跳脱舒适圈了吗？舒适喜欢吃东坡肉，舒适喜欢我，舒适喜欢朱蒂卡。好，对不起，这是我的土味情话，可以啦。你要说看台下，对，他哇，你确定我这样讲，你可能就出不去那个展场了，你自己小心哦。肉体被盗账号。对，我就说我被天蓬元帅附身了。刚刚那一瞬间，天蓬元帅盗我账号，这样可以吗？天蓬元帅下来盗我账号。在那边唱歌会有换气困扰吗？哦，不用担心，怀特比格，我们是以算是有点像威尼斯面具的那样子，很下趴的部分，所以说我们的鼻子跟我们的嘴巴是不会被遮到的。对，因为歌手如果把全部的脸全部遮住的话，真的还蛮痛苦的。对，那所以说就会有人担心说，我们的面罩要是掉了怎么办？你们放心，我们里面会丝袜套头。好了，对不起，骗人的啦，我脸好小，你们不要相信，算我拜托你，我没有丝袜套头，拜托，米娜会杀了我。我那个罐头塔已经很过分了，没有任何的丝袜套头，谢谢。没有任何丝袜套头，阿意思。然后阿达利亚，谢谢加入猪仔专员，谢谢你，感谢。然后好的，师姐。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开关先生，因为我很喜欢看二师兄的东西，直接甩过。出不去展场跟夺得你的心，还是要做抉择吗？你应该先选择出去展场吧，你还需要呼吸的，你需要呼吸好吗？他哇，请好好呼吸。更期待了吗？没有啦，我没有丝袜套头啦，丝袜套头下去，我跟你讲，我从今而后变黑名单，我可能马上被米娜封锁，再也联络不到他，这丝袜套头也认不出来。你知道会突然去抢劫，对，戴这个就没事了，丝袜套头这样子，对，不是，开关先生，你那是潜水挖镜，猪的心就像丝袜套头套住了。大姐出现了，土味情话出现了，土味情话，面具是天蓬吗？让被盗账话更有说服力。我跟你讲，我就算真的丝袜套头好了，你们看不到我，但我也没办法唱歌啦，好不好？当天会带丝袜入场就要出。我就看你们台下谁丝袜套头的，我就看你们台下谁真的给我丝袜套头的，好不好？丝袜套头应该不能呼吸，我可以当场戳2个洞啦，好不好？反正都已经玩这么大了，对不对？用照妖镜会出现圆形吗？你照看看啊，牛妈，你照看看嘛，你不妨照看看牛妈是不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现出圆形啊，但我怕太美，对，我怕太美，你们受不了。好，没事，我喝口水。我真的觉得跟你们讲干话好舒压哦。Yumi 拉塞，欢迎来讲土味情话、土味干话，谢谢大家。可以不要套头吗？穿上就好。你那个穿上的他娃，你可以给你们家面线老公们竞标好不好？你好了，我觉得等一下 ，Hiroshi 哥，没有我很好，好不好？我一直都很好，好吗？不是啊，照妖镜，我怕我太美，你们受不了，这样不对嘛？我怕你们承受不住，很美呢，好不好？超美的，你们都不相信我，是不是？好啦，票记得买起来啦，而且我们那天的服装真的米娜非常的用心，对，她真的超辛苦，她真的里里外外真的像我们的小帮手、小管家吧，真的帮我们量身定制我们的团服，还有我们就是正装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可能鞋子的部分或头饰的部分，这个就我自己来。对，所以就是大家那天都精心的装扮，好不好？如果走不出展场，是不是代表可以永远待在你身边吗？他哇，这个我不确定，但是你可能会被保全扛出去，然后你又要解锁人生的就是这个成就，然后很兴奋的被扛出去，是这样子吧？然后保全问你说为什么这么兴奋，然后你就跟保全讲说，我第一次被扛出去，这样子。脱下来就要唱布拉格广场嘛？那画面太美，不敢看，不忍直视，这个太美，这样子。好哦，请问主播，购票网址是上方置顶吗？是，这位他哇！但是听说你已经抢了2张 VIP 了，你已经花了对吧？7600块了，谢谢 VIP， 真的不便宜，好不好？你还想抢什么？你告诉我你还想抢什么？这位他哇，那是厂商的疏失，下次会记得要求表演者都丝袜。就真的那个面具真的掉下来，然后说对不起，我真的应该丝袜套头了，马上套上去。
而且你不是套娃吗？雅晨，对啊，我知道啊，我知道这个是雅晨讲的，没有错啊。雅晨，我知道那个是你讲的，我知道，好不好？然后那个想把你抢回家嘛，套娃好扯。安医师你也不遑多让，好不好？我们家的大佬都不遑多让，走不出战场，只是停留在你的目光里。好，但是我们那个结束之后，你们还是要跟我讲拜拜啦。对，你们总不能一直站在那边吧？你们会被保全请走。好啦，真的谢谢阿俊小公举的降落。我有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唱几首歌来迎来大家？也谢谢阿俊小公举的降落。我们挑个几首比较可爱的歌吧。哒哒哒哒哒。我们挑几首比较可爱的歌吧，来迎来阿俊小公举的降落。好，比较可爱的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等一下，好可爱哦！我要去收保利荣，有点是对，你们还要记得清运的部分。然后也谢谢我们的面线勇者们，这次实现了猪猪罐头塔的心愿，然后还要负责清运，然后负责切割什么的，真的谢谢你们，你们真的都是我的英雄，我真的觉得有你们真的很幸福。聊天室越来越油了，你都快站不住了吗？没事，我们还有更油的，好不好？我们就会更油的，好不好？这线上演唱会的3种模式你都看过了，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模式呢？对，所以我们其实试水温之外，也在想说会不会有什么更不一样的展演。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说，像这些不一样的展演，希望大家都支持起来，用资本主义的力量支持起来，我们才会有再下一次，或者是更突破以往的方式的表演形式，好不好？总之支持起来，我们才会更多元的方式再呈现给大家。准备2费丝袜，然后用面具掉下来就马上丢上去一起套。我谢谢你哦，少哥，感谢你哦。比较可爱的歌，要去现场啊！应灯保全能留下来吗？你们现在应征保全可能有点来不及了。懂了，阿令的歌，对，我们可爱的歌，好，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个时候人会好可爱，是啊，来英你把我灌醉。胡西，我怎么觉得你们大家可爱的歌的定义怎么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我们可爱的歌曲应该是要，我们带来可爱的歌曲应该是要，好，我知道了，可爱的歌曲。我们今天难的是吹口吹的这个形象，但应该要唱一个就高追的歌曲，您讲是不是？然后萝莉神嘛，萝莉神我要吃糖糖，我要很多的糖糖我才要唱，就跟上次一样，我要吃很多的糖糖，所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么可爱的形象，我们应该是要很可爱的这个，我们很可爱的，好，我决定好是这个了，学猫叫，爱的卡餐戏。招鸡可爱不可爱不知道，但是原唱挺可爱的嘛。谢谢，我也觉得卡家的原唱超级可爱的啦。谢谢，没错，我一定要超越原唱，超越卡家原唱是我此生的目标。我知道我要唱什么了。今天既然是这么可爱的形象，我们就来唱一些可爱的歌曲吧。敲门各位大哥，你有听到我的麦克风的 echo 不？我今晚有开 echo 哦，你敢有听到阮麦克风的 echo？ 好哦，咱麦克风的 echo 今晚开得来咯，无有啦，应该是有吧？我下加去就过追吼。谢谢笑笑哥的冰淇淋，对我要更多的糖果，我要更多的冰淇淋，让你们眼前的朱蒂卡越来越可爱，心情越来越好，我们就有萝莉神的出现了。谢谢大家，我要更多的糖果。没 echo， 应该是有 echo 哦，巧老师。我没有 echo 吗？我现在没有 echo 吗？等我一下哦。好，您等我一下。这样子呢？这样应该很大，对不对？这样子的 echo 呢？还是这样子？这样子有了吗？有吗？我今晚有 echo 啊吗？我耳
哦，不是就明显的吼，一点点了吗？有啊吗？还是就是好哦。啊，即嘛安尼咧，这样可以吗？我的 echo 有出现啊未？好，我的 echo 有出现咯。来，那即嘛要唱一条就够水的歌曲，我要迎合现在这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去口去，为各位带来这首歌。邓乃温行兵，就够水的歌曲，你就歌家就够水的，来咯，超可爱的。乱梦已经予人拍醒，我头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清间，一场梦是空虚。雪林伯，已经假爱将阮伤害，害阮通等待，等待的人。都不知这段情是悲哀，阮犹原夜夜为相思，一暝过一暝，为怎样等无心爱的人，等来阮身边，听着伊的名。看着伊的相片，日日夜夜梦伊转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又往我头做起？只有叫着你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日日夜夜梦伊转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又往我头追起？这个是很可爱的邓乃温行兵哦，很可爱，很可爱吧？这个去口去就是要可爱爱的，不是吗？还要拿着很多很多的糖糖。乱梦已经予人拍醒。我头看无伊，放阮孤单到清间，一场梦是空虚。已经假爱将阮伤害，害阮通等待，等待的人拢不知这段情。悲哀，阮犹原夜夜为伊相思，一暝过一暝，为怎样等无心爱的人，等来阮身边，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日日夜夜梦。转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又往我头追起？只有叫着伊的名字，看着伊的相片，日日夜夜梦伊转来阮身边。敢讲阮的心情，伊拢无听见，为何又往我头追起？有没有可可爱爱？可可爱爱的。谢谢大家来看我的演出，我演出的好不好？演出的好不好嘛？你们说嘛？这首歌有没有可可爱爱的？超级可爱吗？那我有没有糖糖可以奖励？这个时候应该就是要糖糖的，不是吗？
可可爱爱呢。你看又可爱又精明干练，对不对？好，好什么好？超级可爱吗？超级星辰以来晒，谢谢你过来。想想那个场景后，我们刚才在台下疯狂录影拍照，那是我的女儿吼，她好棒，我已经变成你的女儿了吗？是这样吗？谢谢高等生物，对手好可爱吗？薄荷，然后我看一下，谢谢小乔老师，超级可爱嘛。然后谢谢好多糖糖，感谢加入25个月的以世朱总裁。我跟你讲，那个是假的，我们Tawa的这个高阶会员的年资，我们Tawa的高阶会员年资冲到32个月，32个月，怎么冲？我们有绿界卖场哦，欢迎爱用绿界卖场冲高阶。我们冲高阶不会白费，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对，因为我们这次有 Wearforce 的1对1时间，我就是完完全全回馈给我们前9名的高阶会员咯，谢谢你们。吃不到糖糖不行，我今天这么可爱，要很多很多的糖糖，这样子才可以唱更多更多的歌。喝酒什么都很可爱吗？你怎么知道我接下来是就要形象？你是偷看我的笔记本，我的本本都收得好好的，为什么你会知道？你是偷看我的笔记本，你偷看小女生笔记本，这样不行哦，3661要给糖糖哦。原来猪猪是Tawa女儿，那Tawa请让我称呼你们岳父的。雅晨你乖，雅晨坏掉，是我们安医师，我们谢谢安医师加入以世朱总裁17个月。我跟你们讲，那是你们眼睛业障重。我们这位安医师位居我们朱蒂卡频道高阶会员年资30个月，30个月，好，位居我们第3名，30个月。不是啊，我的频道都还没开满3年，为什么你们有办法冲到30个月？大姐，谢谢。然后小女生，那酒后不太妙，不是初见吗？医师，我们今天不是初见，是第2次见了，应该吧？我记得我这个形象是第2次见你们了。阿英好扯哦，那个娃娃也是，你好意思说？随身者以拉塞，然后阿医师，阿医师，你们大佬们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你们又不是初见我，对不对？欢迎大家，初见要给糖糖，知道吗？初见要乖乖的给糖糖，不然你们眼前的猪猪生气了，很凶哦，超凶的，你们知道吗？凶到你们会吓死。接下来这首就爱形象很凶哦，超级凶。地烧麦吗？谢谢，我肚子很饿。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最需要烧麦，因为我现在肚子真的有点饿。不要给怪怪的糖糖，你们要给就要给正常的糖糖，知道吗？好，就是乖乖的给正常的糖糖。来，这个时候需要外送吗？你们都好扯哦。我要可可爱爱的，来，我们可可爱爱的这首歌献给大家。大明海誓，咱人有就抓，对抓有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喜欢？我吃糖糖，欺骗了我，失去着我。石头的暖，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抓。人生行就到，雄雄之水饮好大，上好水是莫过我。家你不免同情我，就那落后听你心肝。伤心的我，成就无人会知影，只有烧酒
了解我。其实我觉得我这个方式唱歌蛮伤喉咙的，听起来超醉。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唱歌好累哦，我不会唱了啊！山明海誓，咱人有酒醉，为怎有你偏偏来变卦？我想袂晓，你哪会这喜欢？欺骗了我，失去了我，石头的烂，请你爱相信我，最后的结果也是无卡错。人生行出到雄雄之前好大。上好最是莫过我啊！我要醉，我要醉，无醉，请你唔免同情我。就那路后，听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小酒了解我，啊！我无醉，无醉，无醉，请你唔免同情我。就那路后，请你心肝。伤心的，伤心的我，心情无人会知影。只有小酒。了解我啊，只有小酒了解我。威尔伊拉塞、汉迪伊拉塞、毛毛虫伊拉塞、学生者都优质有代价的，我也这么觉得。耶，有啦，也是有可可爱的就儿形象啦。我唱的好不好听？我可不可爱？有没有可爱？有没有可可爱爱到不行？有可可爱爱吗？刚才看金萌是精明干练好吗？千里是精明干练哦。有没有可可爱爱？有可可爱爱吼。那我要吃糖糖，去口去呢。我明天台风假可能没有办法跟你们去口去，我要提前去口去一下啊，是不是？超可爱好不好？我们再找一首很可爱的歌，够可爱就是要给糖糖，知道吗？可爱对不对？我超可爱。我们再来下一首可爱的歌，超可爱。阿仁伊拉塞，说可爱的都要给我糖糖，知道吗？谢谢。然后去口去。好，下一首歌也很可爱哦。下一首歌也很可爱哦。谢谢，谢谢大娃娃去口去。怎么是奶嘴？这次要你呀！你勾起我的回忆，大娃。我之前很像是爸爸节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有唱《萝莉神镇魂曲》，然后那个时候很像，就是因为《萝莉神镇魂曲》唱完，然后我就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糖果糖，有没有？我说各位臭爸爸们，我唱的好不好？我要糖。然后彩虹再炸出来嘛，然后彩虹炸出来的1500居然是奶瓶。我明明已经可以吃糖果了，怎么退化成奶瓶了啦？谢谢奶瓶哦，整个退化。我要吃糖，谢谢他娃娃的赞助，好棒！最喜欢你们才会聊天室了，去口去。然后我们接下来也是要很可爱的歌。Yes。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要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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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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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谢谢大家的糖糖，更感谢彩绘聊天室，吸口气。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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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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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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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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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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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口气，谢谢谢谢赞助，你们谁又用了3枪给糖糖了啊？我觉得我的叉子挡住了，我把叉子收起来。我觉得我的手挡住了，但是手收不起来。谢谢缺德的3哥的糖糖，谢谢阿恰可可爱爱没有，什么可爱也没有脑袋，你真是太坏了阿恰，我罚你再站住10次。什么可可爱爱没有脑袋，我的脑袋上面是精明干练，知道吗？怎么没有脑袋，超可爱的好吗？中央标准时间啊，已经4点了，谢谢。天哪，这样不好了，大家都在看男朋友。好，他哇，我们他是情话。好，小乌龟是给猪猪塔可卷好吃，然后也谢谢马克先生的爱心。然后我看一下我追一下聊天室，谢谢阿成，我先叫一下外送，我肚子好饿。兄弟你好香好香，你太圆润了。等一下我的手挡住了阿恰，对，然后猪猪我也想你吗？谢谢，但是薄荷摩西会吃醋的。正好4点了，真的耶，该叫糖糖来吃了吗？没有，我要叫的是正餐，我怕我等下，因为我今天打算陪大家到大概5点或5点半，对，所以要先叫起来。然后水灵宝贝21个月的专员叫外送，谢谢你们，兄弟好想你，是真的哦，新秀很可以，4点了。出门送货吗？好，谢谢缺德的3哥，也谢谢你的小糖糖，谢谢大家的糖糖，吸口气。我今天要很多的糖糖，谢谢你们。然后各位不用想了，老婆，我会好好陪她度过一天的吗？那雅晨你要帮我叫外送吗？就真的想说，对我好想的是外送。因为我今天2点半才开，我想说明天基本上高几率台风假了，所以陪大家晚一点，所以才想说外送先叫起来哦。你们等我一下。吴博义先生，肚子好饿。然后恭喜卡特伊拉塞，对，我今天可以稍微的晚一些些，晚一些些。那你们给我
5分钟的时间，你们等等我哦。我要先叫一下外送。好，等我起来。吴博义先生，你敢叫也敢付钱吗？蛮西雅晨，你给我糖糖就好了。你给我糖糖，我就很开心的，好不好？哦，给我糖糖费，我就很开心的。我自己叫就好啦。对，这个让猪猪来。马芬先生先离开了吗？没事没事，谢谢马芬先生，工作加油。叫外送给地址，送到哪里你知道吗？邮政信箱，送到邮政信箱。你可以送到邮政信箱，我会去偷偷领回来哈。叉烧咸猪肉羹啊，多好吃！你是什么吴国宇先生、吴博义先生、Uber Eat。好，我等下回来，我等下5分钟后回来唱歌，因为我要来，然后要吃，感觉都很好吃。为什么会生气？有几回生气也是齁，确定我会被同事杀掉？雅晨怎么说会被同事杀掉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很像叫什么都很好吃，因为肚子好饿哦。如果你送到邮局，如果送邮局信箱，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没事的，对，我觉得我自己很精明干练的，我现在会叫外送了，我会的。对，外送怎么叫，我也是，对，会的，不用担心，好不好？然后自己人还高贵，对，一定会被贬。对，重点是雅晨自己也在送货，然后还送食物过去。三商餐饮集团哦。感觉都好哦，肚子好饿哦。我跟你们讲，我的饮食控管要到11月9号当天晚上结束后才会解禁，所以我现在还是会想要吃一些高蛋白的东西，但是也要帮妈妈叫。我看一下，我其实很爱吃面疙瘩，面疙瘩超好吃的。好，我说要吃高蛋白的，然后说好，我决定要吃面疙瘩。高蛋白好，我们吃面疙瘩可以啦。高蛋白我请他弄成海鲜面疙瘩，我决定我要吃海鲜面疙瘩。然后因为我自己还会再用气炸锅用一些那个鸡胸肉啦，所以面疙瘩可能就只吃一半就好了。外送真的好想你。好，开关先生睡个午觉，我快去睡，等一下我就会唱歌吵你们了，所以你会被同事好哦。然后圣诞节吗？我刚刚讲的圣诞节是吗？外送叫得到沙威玛吗？沙威玛应该很像，应该有听说叫得到。去港园就找了一个最早的订单吗？港园也好吃好久没吃港园了。超好吃。等一下，这个对，面疙瘩是淀粉，但是它不算是，它算是面食类，所以它是可以吃的，只要不要吃太多就好。感觉都很好吃。吹它下嘟，我不要油葱酥，太油了，不要油葱酥，谢谢，我不要油葱酥。然后我要2碗，谢谢，请给我2碗。匆匆伊拉塞。对蛋白有了新的诠释，面疙瘩。好啦，因为这家的面疙瘩真的很好吃，他给的面疙瘩的量很多，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大概一半会给妈妈，然后我可能会再追加鸡胸肉的气炸锅吧，因为我都会把鸡胸肉先腌好，然后要再补充蛋白质的话，会再多个几份，然后混进去这样。然后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等一下。然后面团里面有蛋白高蛋白，对啊，气炸锅真的超好用，而且有在健身的族群，其实基本上气炸锅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辅助啦。因为大家如果有在健身，甚至想要雕塑身材的话，都希望可以把油脂去掉嘛。那气炸锅基本上完完全全你炸出来就是干的，它完全是无油的东西，只能说现在还蛮受宠的齁，真受宠啊，就跟你们一样受宠齁。各位面线们，不要油葱，很受宠，不要油葱，不要，我不要沙茶，不要油葱，不要沙茶 ，OK， 太棒了。对啊，港元
马克先生是想吃港元了吗？想要当个快乐肥仔？我跟你讲，我10月9号跟你们表演完，我解禁了，我就会去当快乐肥仔了，好不好？你们就可以看到我解禁变成快乐肥仔，好吗？就拿棒球去合体工会健身房，大家想想在健身房外放的快乐，我已经快要可以快乐了，好吗？给妈妈听迪卡的卡讲，他说是一首歌词啊，真的吗？谢谢聪聪，因为可能有米刷噶下面 NC 之类的关系吧。麦当劳不行，麦当劳欢乐颂太罪恶了，牙扯那个等到我11月，对不起，11月9号之后再来解禁。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好，谢谢雅晨。然后预定时间不用啊，我现在就要吃，我现在就要吃。你现在可以送来了，我大概跟大家陪伴到5点半，你可以送来了，谢谢。我在下订单了，应该你接收我的订单了吗？我突然发现我现在今天的形象也很像面疙瘩我今天的形象也超像面疙瘩的，很好吃哦。马克先生也想吃港元了吗？有空下高雄吃一下哦。虽然说他是排队店家，但是我觉得我如果要吃，我会挑平常日去吃。我今天是下1C 3P 吗？我今天只剩1C 哦，我今天只有1C 哦，我的面疙瘩。等一下，我只剩下1C 了。哦，我的天哪，好像是这样子谢谢缺德的3哥，我的面疙瘩，我顶多只能吃大概4-5块吧。啊！港元是高雄一间很有名的，我差点要讲牛排，对不起，牛肉面。我差点要讲的牛排。在麦当劳买1送1，不行，我不行，我要到11月9号才可以破戒。快乐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都透露年龄了各位大哥们。然后你已经吃了5C 5P 了啊！我已经吃了这么多 C 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今天就是健身，我现在只要健身完，我就会自己炖那个蜜芋头，然后我就觉得好快乐，我找到可以狂吃蜜芋头的时间，就是健身完。它是高糖分，然后我又加无糖豆浆高蛋白，然后我教练也就说你怎么这么聪明，这个很棒。我就对我超聪明的，然后啪的一声，我的3P 就消失在中午了。对，港元是牛排店，你在安利时饮料那酒类上都像快乐的罪孽，没有错。好，谢谢大家，就跟糖糖一样，你们今天给予我的任何糖都是非常罪恶的，谢谢你们大家。猪猪要继续来可可爱爱了。好，我已经叫完面疙瘩了，我要继续来跟大家可可爱爱，来大家可可爱爱一下，来，好，谢谢。难怪中午那个特别高。好啦，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再来唱一些可可爱爱的歌吧。好，休息时间过了，回来可可爱爱一下。等一下，继续休息一下，因为我发现我应该要去摘花一下。给我1首歌的时间。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世界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掺着颜色，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红仔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最真正的是世界已经。
千年的孤寂，撒来予梦拍醒。特殊的香味，不是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气味，决定了我出发的初心。我是假旅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传着烟线，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行啊来这，只有一味土地香味，真甘肃，敢有需要搁再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大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是在我顶人心。不管未来搁会改变啥物，只要还在我的气味还在，这就是我所期望的梦境。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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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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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朱蒂卡可可爱爱的回来了。我真的觉得我越看越像面疙瘩，我今天真的很像面疙瘩。胡说八道哦！伊拉塞，万圣节前上收到好几封恐怖信，到底是多恐怖？是怎么了？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是的，没有错，也成。然后好，我回来了。然后谢谢大家，我愿称之首为除了克拉奇以外你最爱。哇，聪聪，好开心哦，超级超级开心！而且我觉得这1年多来推广本土文化，我真的我的后台，我的熟男，我的65岁以上的长辈族群，现在已经是我看一下哦，我前几天截图很像是落在9.3还是9点几，我今天再去看，它已经到10了欸！我的天哪，我就看它什么时候会冲破20，它现在已经10.6了，我觉得有点屌欸！我们观众65岁以上的长辈居然10.6之多欸，这个很屌欸！哇靠，我们这个老中青三代，完完全全年龄向的频道欸，是不是？谢谢，对，果然唱台语歌可以带来更多的熟男，更多成熟的面线们，好不好？哦，地价税强，原来是这个，对，这真的是很可怕。对，我只能说这是这辈子听过最可怕的信了，真的。我回来了，越来越好吃的感觉，渐渐步入高龄化社会。对啊，我这边有1成欸，就是的频道越来越成熟了。你知道我再给我30年就能帮你冲。好，谢谢阿正，阿正，你真的可以跟大王嘎广哦的。迪卡公布电台，对，我其实真的算是我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我希望我继续推广这个台语文化下去，或者是本土文化下去，是不是我家的观众65岁以上的真的可以冲破2成20%，好不好？我们可以试看看，管是合家观赏节目。元神你好，不是长辈变面线，是面线变长辈。对，请继续跟随我的频道，再过30年，我们全部的年龄层都会迎向65岁以上，谢谢你们，请继续跟着我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然后也欢迎就是大家推广，你们家的长辈们过来订阅猪猪频道，因为我这边真的很爱唱台语歌，对，所以应该都是一些他们听了不会觉得很陌生的台语歌，因为我爸爸给我的台语歌单
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他们会没想到，就是怎么感觉是这种，就是感觉不会唱这种台语歌的这种纸片妹妹、纸片动画人，居然会唱下面酒啊的形象，还是形容酒啊之类的，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推广起来好不好？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可可爱爱的，30不够。就在想说，如果猪猪唱吃兔兔原创曲的声音，小孩来看猪猪吗？不知道，而且也不晓得说吃兔兔原创曲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对，要看是什么样的曲风。这要是高龄化了，没错。30年后你70了是吗？宁霜哦，宁霜算是我们频道的熟男，我们家的熟男蛮多的，本频道其实熟男是很多的，对，本频道年龄层其实基本上都是熟男族群，所以对我而言，你们现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阶段，然后也是台湾经济能力的主力啊，交给你们了，好不好？所以你们比较辛苦一点，希望百年大叔还听猪猪唱歌，哇靠，你们百年大叔我还在吗？你是结公有啦。哦，你16岁开始就是结公啊！我的天哪，有也是有的哦。你大家都听 FM985，现在都听金梦干练，谢谢大家，欢迎来到金梦干练电台。这样，那听张惠歌会妈坐在副将哦，真的吗？谢谢。今年3岁吗？我也是，我是3岁的面疙瘩，为各位带来这首非常非常可爱的歌曲，一叫做江蕙迄啥苦力啊，苦力台语雄雄免怎讲免唔知影，只有你哦。这首歌就是可可爱爱，对。来，咱可可爱爱的歌曲。如果你们觉得猪猪唱得好，我要吃糖糖，谢谢。吹口气。可可爱爱的歌曲，要过去耶。风也是雨，下起阮的梦。为何你这呢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这样唱歌真的很累，啊，你唱歌真正淡薄就跳诶，不是淡薄尔，真正就跳诶。我要长大咯，是风也是雨，下起阮的梦。你这呢无情，放阮孤单一个人。为你痴情在空等，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刚刚我请我的妈妈来帮我唱，她唱的好不好听？好听吗，各位？好不好听？绝对是好听的。我的妈妈是我的偶像，谢谢。为何你无真心对待阮？痛苦的心情袂当平静，阮的心啥人
会当安慰，只有你，只有你，我的一生，我的情，只为着你一人。请问妈妈单身吗？这完全戳到我的笑点。你们先不管妈妈单不单身了，你听过吹口气吗？你听过吹口气要发糖糖吗？好不好听？我要吃糖糖，谢谢。小孩才做选择，你那个妈妈跟你全都要。你们的超魂被唤醒了吗？谢谢小乌龟，谢谢猪薄荷，而且薄荷整个换物种了，这样。只是肯定好听的吗？梦优，谢谢，觉得好听的请赐予糖糖，谢谢。然后好听，还点点点，吹口气呢？是不是？而且我今天不晓得为什么一直跑厕所，我今天可能是水喝太多吧，水喝超级多，多到不行，很多。这样子也好啦。我觉得我最近的代谢已达巅峰，我觉得非常的满意。毕竟11月9号就真的是很重要的演唱会，已达巅峰，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对，小乌龟的那个感觉好吃哦。我看一下我的外送到哪里了。正在前往你所在位置，其实还蛮快的耶，其实它煮的还蛮快的。谢谢大家的糖糖，谢谢你们的糖糖。今天要可可爱爱的唱歌给你们听哦，要很多很多的糖糖。来，我们可可爱爱的。我觉得这首歌真的也蛮适合可可爱爱的耶，只是我一开始要抓一下它前面。这首歌其实真正适合可可爱爱啦，但是我要看一下，YT 不让你丢糖糖吗？一定是因为你丢的不够多。YT 不让你们丢糖糖，你们现在的 YT 还好吗？所以的意思是说没有办法丢贴图的意思吗？还是赞助？这几天喝完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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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が単語、これが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でござるじゃん。これが単語じゃん。これが見るだけで美味しい、美味しそう。谢谢，谢谢 Tawa 的糖糖，这个也非常迎合万圣节。虽然说这个是日式糖糖，这个是日式糖糖，所以 Tawa 刚刚YT 变秘吗？30的不让你丢好坏。他就觉得你的成绩怎么可以只丢30，你懂吗？你懂吗？你在我们的年资都已经冲破30个月了，我们 YT 自行审核，你不可以只丢30，真是太有辱你的年资了，懂吗？真是太有辱你的年资了，知道吗？魔幻舞台是不是？我 YT 还会帮你们审核你们适合丢的壁纸我天哪，好人性化。谢谢大娃的糖糖，谢谢你们。今天很期待可以唱很多可可爱爱的歌，收集更多的糖糖。来，这首歌也是可以可可爱爱的进行哦。耶，谢谢我们朱薄荷的糖糖，我好开心可以在我们台风假的前一天收集各位的糖糖，最喜欢各位的糖糖。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蛀牙，我每次睡觉以前一定会彻底的刷牙之外，我还会用草莓口味的漱口水，还会用牙线棒。那个牙线棒上面有可爱的动物，我最喜欢的是兔兔，超级可爱，超级。所以你们再喂我更多的糖糖是没有问题的，我都会刷牙，我没有蛀牙，所以就薄荷可以丢。好，谢谢，就我们薄荷把那个他娃的30块丢出来了，感谢，了了我们他娃一桩心愿，这样好不好？
就吃沙士糖吗？沙士糖很好吃，可是它辣辣。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想一下，我觉得嗨就不错，对，这都超级美味，没有美味，我只拿来那个牙线棒啊，很好用，每天刷牙水吃，不是兔兔的牙线棒啦。你是猪猪累到断电的时候，那时候帮他刷牙棒，你到底是在帮谁刷牙套啊？你要不要看清楚？我跟你说，不担心蛀牙，因为没有牙齿，我有牙齿，我每天都用草莓口味的漱口水，还有牙线棒，好吗？因为兔兔好吃，黄金糖我有一阵子爱吃，可是之后长大觉得它太甜了，没有兔兔哦，没有兔兔，啊，你们完蛋了，你们都冤枉我。我接下来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还蛮可爱的，对，好啦，献给大家啊，谢谢黑佳丽糖糖也不错，水灵宝贝喜欢黑佳丽嘛？我小时候其实不外乎，我想一下。嗨酒还有，我想一下，我觉得黑佳丽好吃，但是因为它上面有一层糖，就是那个砂糖，不晓得为什么我都会把它剥掉。明明那一层是小朋友最爱吃的，有没有？但我都会把它剥掉。谢谢水灵宝贝黑佳丽糖糖，我最喜欢你们的糖糖了啊！金平糖很漂亮，但是我觉得它很甜。小白兔奶糖吗？那个是什么东西？那是牙线棒，想说你怎么雅橙棒吗？雅晨，你是棒状的是吗？等一下，我突然觉得我讲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所以雅晨，你是棒状的，不对，你如果不是棒状的，你还是什么状的？我现在突然觉得话题有点奇怪了。好，雅晨，好，你好棒状，对，好棒状的雅晨。砂糖剥掉会犯法吗？开关先生，因为那个会蛀牙，那个很甜欸。对啊，我是乖小孩，我其实糖糖吃不多，而且每次吃了一定就会刷牙，而且就是迎合万圣节，我要更多的糖糖，你们知道吗？更多的，我听起来有点微，还没12点，人机，不是啊，因为雅晨都是雅晨误导我。小白兔奶糖，那个是什么？哪会色？零食那种大家喜欢吃哦，薄荷巧克力好吃啊，超好吃的吗？怎么你们讲的那些什么棒状我都不知道？我今天需要更多的糖糖。来，接下来这首歌可爱的大白兔奶糖是吗？好，来吧，可能会抓不到前面哦。好，你们听到大概知道是哪一首歌。好 ，NC 这首歌叫做 NC 哈，它可以可爱的唱完了哦，可以把它可爱的唱一下。NC 的歌词辅助一下。大白兔奶，当然说神教，你可以好好选字吗？不过巧克力是全是啊，牙琛，我才想说，就是大家乖乖不要开车，但是你却开起了车来了。我说好，你们真的都是我的骄傲，你们真是我的骄傲，好不好？对啊，好薄荷，这个我看样子雅晨应该有望跟你组 CP 啦，你请那个摩西节哀好不好？对，谁叫你这么有魅力呢？罪恶的男人，献上这首 NC， 谢谢。爱令你我斗阵，爱情亲像烟水，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一平凡的人生有欠什么？敢有人好斗阵？繁华的现实，醉生梦死，不知我讲是啊，我刚刚没有放上啊，你定是啊，青春短短，洗来洗去，感情定定行枉费，丢拄遐退落你。
袂开。爱冷天我斗阵，爱亲像酒的水，拄好你介意，拄好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就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谢谢大家继续挂记着 NC 去口去。青春短短，逝来逝去，感情定定定枉费，就拄也归落你。好也歹也，健康破病，有情的人踮伫身边，才了解分袂开。爱冷你我斗阵，爱亲像酒的水，拄好你介意，拄好我欢喜。亲像缘分注定拄着就袂分离，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爱冷你我斗阵，爱亲像酒的水，有你来牵手，同情像牵伊，甲你平凡我伫塔呀山顶爱你，因为你爱我，因为我爱你，去口去。NC 虽然我甲你上好来斗阵，你我慢慢那变老，艰苦嘛甘甜。救命！谢谢大家。有没有可可爱爱的 NC？ 这是一首可可爱爱的 NC。谢谢大家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没有要捋屁啦，我没有要捋屁这一首。谢谢小乌龟的糖糖。如果你们觉得唱的好听的话，要给猪猪很多很多的糖糖，知道吗？我今天要收集更多更多的糖糖，谢谢你们。然后也欢迎彩绘聊天室，以及感谢今天已经彩绘聊天室的大家，要更多的糖糖，去个气，谢谢。然后我刚刚那首那个鸡武力，好，对，没有放上来，然后它就下去了。糖糖打赏，没有错，最喜欢糖糖了。在这个去口去，我要更多的糖糖，没有错。吹口气。而且我发现这次我们高阶会员的回馈，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还小小的激烈哦。看样子你们对我的爱真的有激烈哦，你们通过了激烈的验证了，基本上都还蛮激烈的哦。香菜加热狗那是一种NC 哈豆梗，这个有梗而且我觉得香菜加热狗没有不行啊，因为我自己真的很爱香菜，所以那种东西完全没有不行。香菜热狗是一种 NC 哈豆梗，很好哦。NC 哈豆梗不排除提出告诉。那你打开变成粉怎么办？如果你们有办法比玲玲学长还要激烈的话，我就认了，好吗？所以薄荷的不够激烈，没事的，毕竟黑猫基本上激烈不太起来。但是呢，很像阿印师有断一根嘛？你看，就连黑猫也有办法让阿印师断一根，我们代表阿印师还蛮激烈的。然后不断不代表你们不爱哦，好不好？
只因为你们心有所属，我知道，例如薄荷，好不好？都知道的，好吗？只因为你们心有所属，好吧？没事的，一样是爱。你在说好奇那边激烈就好，没有错。你们心有所属，好，属于你们的爱就尽情的激烈就好，知道吗？谢谢你们，去口气。来，我们来唱一些可可爱爱的歌哦，就是要这么可爱，可可爱爱。哦，这个谐音梗真的是爱死了，这样。刚后来就听到广义对，等一下，牛妈，我们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说阿印是他饼干断一根，他们更多心上了，是这样子吗？薄荷感觉就是在急跳脚，他在解释，这样的你好香，你知道吗？薄荷，来，阿印是被炸出来了。阿印师，我们现在在讨论可可爱爱的、很激烈的你们的巫婆手指饼干，因为太激烈了，所以断了，对吧？没有错，就连黑猫也有办法断。我只能说阿印师真的很激烈，就跟玲玲学长跟阿崔一样，有够激烈。然后就更笑了。我没有在讲奇怪的东西，我今天要分享各位可可爱爱的歌。如果喜欢猪猪可可爱爱的歌，欢迎分享以及赞助糖糖给猪猪，谢谢。下一首歌，这个伴唱我好像还没用过，好怀念哦，好一阵子没唱这首歌了。阿吹，我知道你的爱非常的激烈，我见识了。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的路莫勉强，一草一点路，因为黑白布嘛无卡纸，只要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凉啊凉甜甜，我飞呀飞出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冷棒棒，我冰昂昂。这个可可爱爱的歌，谢谢，我最喜欢糖糖巧克力了，去口气，阿尼嘎豆，就巴豆，刚温刚下都啦吼。希望你来做伴，我的一生都予你来换，只有你上适合，咱两人未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你，我甜呀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凉啊凉甜甜，我飞呀飞出天，咱何时才会当爱哟？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冷棒棒，我冰昂昂，我冰昂昂。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着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冷棒棒，我冰昂昂，我冰昂昂。我冰昂昂，是咱这个学姐嘛来了，感谢你的鹅肉，感谢你的糖糖，举口举哦。是许先生哎，许先生你好，举口举，你要不要吃糖糖？今天因为猪猪应该是明天没有办法开台，所以我今天化身成万圣节猪猪小精灵，虽然说看起来很像面疙瘩，因为我肚子饿了。许先生举口举，
谢谢你们的糖糖。然后台语歌真好听，请迪卡基摩的假疼啊，刚想，而且还是日币哦，感谢我们日本在地人妻这个学姐赞助哦。马刚想，嘿，胡说八道，给你螺旋金字塔巧克力。等一下，我想要看仔细了。胡说八道，你不要这边胡说八道。这个 G 好听吗？谢谢贺燕，不是不动的被子。哎呀，超过分！我就不晓得为什么那边会有不动嘛。日币跌到不行了，只有台币变好少。確かに。如果是这个币值的话，学姐你原本想赞助150块，对不对？これが，对，像日币正贬值。没错啊，像日币正贬值，但没有关系，心意到就好，好不好？高知老师以来噻，真的没看清楚，对我没看清楚，怎样？我就阅读有障碍，怎样？去口句，谢谢你们的糖糖，感谢。然后，嘿，高知老师，谢谢你过来。然后，对阿崔，你的蛋糕翻跟斗，代表你对我的爱真的非常激烈，我见识到了，好激烈，你知道吗？你们要是有办法比玲玲学长跟阿崔那样般的激烈，那个我也认了吗？居然在黑猫有办法遇到这么激烈，我只能说你们对我的爱真是独一无二的激烈，真是超级激烈，好吗？谢谢你们，刚才没看清楚，没错，去口气，泡泡。阿强，你不要再跟我说风凉话，你还要给我罚写10次赞助哦，罚写10次，知道吗？去口气，谢谢大家的糖糖，我还要更多的糖糖，然后唱出更多可爱的歌曲，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分享的糖糖或者是赞助的糖糖，你们最棒了，太可爱了吗？我一直都很可爱，我接下来也是要唱可可爱爱的歌。这首歌非常的可爱，绝对可以迎来我们65岁以上的层级的观众。这个学姐你知道我们频道啊，65岁以上的观众哦，65岁以上的阿伯阿姆哦，高达1成了10%我真的觉得哇靠神屌朱蒂卡在这个1年多推广这本土文化，迎来了这么成熟的观众，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我真的期望他哪一天冲破2成，冲到20%，好不好？我们再开个什么台语阿伯阿姆庆祝歌会之类的，好不好？下一首歌绝对也是可可爱爱。掐章绝对可爱。你紧叫你阿伯阿母来听哦，来听掐章。火车已经到，我精明干练，没有物质。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上心爱小三，当阮啊，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在边伊人声，心所爱的人，火车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车头内心爱的人，只有你在夜夜梦。这样唱歌很累，我第二段要请妈妈来唱哦，我要叫我妈妈来唱。我跟你讲，我妈唱歌很好听，吓死你们！妈妈给你唱。火车已经到车站，阮的心头渐渐重。看人欢喜来吃情人，阮是上
心内相送。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代替伊人写倾诉爱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才通来心爱的人，只有在夜夜梦。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重。我代替伊人写倾诉爱的人，火车已经过车站，阮的目眶已经红。才通来心爱的人，只有在夜夜梦。谢谢妈妈，你可以走了。我这个叫对妈妈始乱终弃。妈妈，你完成你的任务，你可以走了。我要成为万圣节最坏的那个小孩。始乱终弃，妈妈，我要喝水。对妈妈始乱终弃，谢谢大家！我要成为万圣节最坏的猪猪，谢谢大家。妈妈有出道吗？声音真好听哦！谢谢修先生。哎，婶婶，伊拉塞27个月的猪仔专员，阿里嘎多，我久しぶりです。今天的早熟的太干净了吗？谢谢可可爱，对，很怀念的歌啊。对，这首歌因为第一段我觉得好难唱哦，我要叫妈妈来唱啊！谢谢妈妈，我接你回家，小孩扔了味道。你们怎么可以把我扔掉？这是吹口剧耶，是小孩子的节日耶，怎么可以把我扔掉？谢谢大家的糖糖，也来放一个糖糖，到吃再来一组团子抹茶。谢谢马克先生，我最喜欢团子了，很好吃。不可以，妈妈很重要。妈妈，万圣节不孝妹。没有，我把糖糖要一要，我可以分给妈妈吃啊，对不对？今天看到了大家才会聊天室，很开心，谢谢你们，好不好？我要分红给我妈妈呢，是不是？尤其是那个什么桃红色的啊，那个红色的啊，我一定分红给妈妈。我超级孝顺的好吗？我又可爱又孝顺，你们都不相信我，是不是？对不起，吸一个口水。赵贤老师，什么淡掉？我那淡掉，我这个只是顶多比较像面疙瘩而已，好吗？我现在很想吃面疙瘩，你们不要吵我哦，你们不要挑战我，我很凶哦。人气才是真理，妈妈跟我们走。我要对妈妈始乱终弃。你们放心，今天的赞助我还是分享给我妈妈的，好不好？要是有出现红色的、桃红色的，我绝对分红给她。对，大概1成，谢谢。很坏，万圣节不孝女。尤姐，然后我的糖呢？我跟你们讲说到这个，我们家尤姐真的不吃糖我就是小时候都被禁止吃糖糖。我小时候其实是不能吃糖糖的，这个叫矫枉过正，你知道吗？是不是？翅膀硬了，我现在要很多的糖糖。我现在矫枉过正，我需要更多的糖糖弥补我的童年，是不是？全部都藏起来，之后送尤姐茶。我跟你们讲，水莲宝贝，我妈妈不吃糖，不吃蛋糕，不吃点心，她也不喝茶，不喝咖啡。对，所以得这些东西太邪恶了，只好交给我了，好吗？暴风性吃糖，我们1年1度的吹口剧，你叫我不吃糖吗？我要吃，我要成为全世界最多糖的那个女人。这是什么记录吗？好像也没有什么记录。在我们业界这个叫大伟了，是不是？太邪恶了，让我给猪猪处理。而且我觉得万圣节不孝女超好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戳到我的笑点。矫枉过正，所以就像这么正吗？哦，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土味情话耶，阿恰。
交往过正，所以现在才这么正。谢谢，我很正。对对对，我怕那个你们照妖镜照下来那个因为太正太美，知道吗？你们不忍直视，我只好戴丝袜套头了。你们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吗？哎，这语法什么又发是语法有问题？你要成为的纯正最甜的女人吗？是这样子吗？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子吗？全世界，可是我这样看上去怎么看都，怎么看就是有资格成为全世界最圆的女人。谢谢。你们都很坏，超坏的。好啦，万圣节 trick or treat 献给大家。我很久没唱了我很久没唱，我不知道会不会翻车。你看，明明如此聪明，却还一直强调明明是个我哪有写卡？我真的精明干练。这都糖在找糖尿病吗？最好是不要啦。对，因为那个真的是家族疾病，还是要成为最萌的那个。很坏，明夜他们超坏的，trick or treat，明夜今天猪猪要很多很多的糖，我绝对要成为最多糖的那个女人，最多糖，有点怪怪的。看一下哦。これにしようね。これ，这个绝对可爱爱。这个真的要好好的骂倒一下你们大家。可是我有一阵子没唱了。会不会忘记怎么唱？多糖题。このカラオケはどこ？カラオケ。ちょっと待って、このカラオケはどこ？カラオケお願いします。から有没有机会只有保持这样子？感觉挺下饭的是什么啦？因为像面疙瘩吗？カラオケ，そうカラオケ。主治医生说糖，血糖该要加倍了吗？明夜，你今天也来个土味情话是不是？你们都很会哦。灵芝的好坏，好，他哇，好哦。是历史上最多糖的女人。我跟你们讲，这首歌下去，我要更多的糖。可是会不会翻车，我不知道。行きましょう。なに神コーディ亀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これは9歳のレクイエム。いくぞせーの、さわさら大破ごくつたちゃんが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熟成呼び神でクイエン。将来はお前なんかに疲れたくない。泥水で口を洗え放ってしあおね。さあおまわりさ連れて行って妄想した飛び合いのないかわいそうな日。リカちゃん待ってよリカちゃん、その姿親に見せられますか？ウィッちゃんかわいいよ。ありがとう、お疲れ様です。のりのり神降臨、超間違ったやつらに用心。
っていいですか？嫌いです。かわいそう。ださ弱みともな、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お兄ちゃんお姉ちゃんも希望もないゴミなおめえら、おぶし消毒110番、そういう結界発動、熟成理科ビーム、もう一丁理科ビーム、まだまだ理科ビーム、フィナーレ降り注いだ日、のどかなドリコを骨の不意すぎてな共感する一つの光、それが理科ビームなのである。理科は全てを許します。ああ、この世の醜さを集めて描いてみるよ。真っ白なキャンバス、汚れて泣いているのに不意前した少女はそっと手をつかむ。楽園などないから大きなお友達のみんなへ、お前らが打ち込んでいる虚無には何の意味があるの？ねえ教えてよ。理科全然わからないんだ。のにのに神子にすぐさよなら笑顔でバイバイする。心臓はどうぞこの手で押してあげる。のにのにのに神子にすぐ金を鳴らせばこの通り、とても優しくて素敵なお兄ちゃん、楽園でほらねんねしな、これが9歳のレクイエム。ふくせーの、ざわざわ大破特殊でてな、1、2、3、4、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が聞こえない。熟成のびかみでクイエン。ほんとに気持ち悪い。ほんとに気持ち悪いおめえら。ほんとに気持ち悪い。わかる？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みん那？居然没有翻车我很久没唱了耶，我很久没唱了，有没有可可爱爱？一定有可可爱爱的，经过可可爱爱认证，很像面疙瘩的朱迪卡，需要更多的糖糖，谢谢大家，吃口气。哦，正好5点是不是？吃口气，谢谢大家。啊，放着车站唱了。等一下，我的歌名没有放上去啦。好啦，我先追聊天室一下啊。前方高南，对，我其实很久没唱这首歌了，真的很久很久了，而且还没有忘记耶，好神奇哦这首歌。高能量物体比竞争，ありがとう，谢谢大家。系统失效，系统失效。5生发到20个月的猪仔专员，迪卡苏斯博士。他只说泰瑞，让你看看我的新发明。而且姐，终结者他可以把小朋友手里的糖果全部抢回来，那没有糖果小朋友无法过胜，是这样子吗？啊，果然猪猪不是，好了，我补上去啦。我只干了什么？谢谢大家，刚好5点。等一下，好了，我补上去啦。今天可是可可爱爱朱蒂卡是不是？万圣节朱蒂卡。可可爱爱朱迪卡。好、熟睡のりかみレクイエムでございます。好，喝个水水。違います。不是要这首。啊，你がとう。谢谢タワー的糖果，可可爱爱，很棒，太棒了！我今天收集了好多的糖果，真是太棒了。我要按爱心。就牙吗？我跟你们讲，我难得吃这么多的糖糖，谢谢月神。车站萝莉神，车站萝莉神这个曲风之跳动的，我喜欢。这个曲风之跳动的真的是太棒了。不用追聊天室，早就追到你了。好，雅晨太棒了，还在土味情话，太棒了，不愧是我们雅晨。
要可可爱爱的啊。来，我今天收集到了好多糖果，最开心了。伟大的迪卡丘，这是什么形态吗？这个是，こ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これが、これが、卵？これはなんだっけ？やっぱり卵に、どう見ても卵やね。我觉得它很像面疙瘩，因为我肚子饿了。凯文伊拉塞，有这个吗？这个是牙刷啊！我会的牙刷了，我会的牙刷，这样就不会蛀牙了，对吧？好像还需要牙膏，有牙膏吗？对，万圣节可可爱爱形态，这个是我们木子委托泡芙老师制作的，然后建模是由我们千里老师，对他们天衣无缝的组合形成了这么精明干练的朱蒂卡，好不好？真的饿了吗？对啊，好饿呢，还是你们也饿了？巧克力牙膏。哦，所以说我有刷牙，然后我用巧克力，对，然后对，然后该怎么说呢？但是很像真的有巧克力口味的牙膏欸，很像之前有看过巧克力口味牙膏，对，只是不晓得说它里面有没有含氟而已。巧克力口味的牙膏，我看一下，你们顺便帮我听一下 B 卷会不会太大太小声？哈，巧克力牙膏，嘿，真的有欸，巧克力牙膏，真的有欸，还意大利品牌。等一下啊，リシカちゃん，いらっしゃい，チコチ，Happy Halloween。草莓口味的牙膏基本上还很好找，但是巧克力口味牙膏我倒是真的没有看过。李娟可以，谢谢你们。好，有很多甜甜牙膏，然后小朋友都会偷吃牙膏，很像很多那种含氟牙膏比较辣，小朋友不敢偷吃，因为有辣辣的感觉嘛。对，但是有一些没有含氟牙膏就真的甜甜的。小时候印象很深刻，什么青苹果口味牙膏，感觉好吃。小时候在吃牙膏，在吃啊，你说的是那个甜食吧？我刚刚搜寻 Google， 它先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甜食，对，那个一条很便宜的那种。然后我现在搜寻到的真的是意大利精品牙膏，还真的有巧克力口味的牙膏，虾皮我看一下，一条299 ，OK 啦，还算买得起啊。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我们真的有黑巧克力牙膏，它有没有含氟啊？而且还是哇，意大利精品牙膏，还蛮酷的，还真的有。只知道给小朋友用的，那什么口味都有了，真的是这样子。好像最近在市面上有看到那个什么，冰淇淋汽水，对，冰淇淋汽水牙膏也有。然后其他的应该就比较不特别了。然后巧克力口味还真的有，但是感觉是大人在用的。小时候，好哦，好，我喝个水。斯蒂旺伊拉下来，今天可可爱爱的陪大家，大概到5点或5点半的时间呢。对，它上面写的是精品牙膏，我也觉得好酷哦，超酷的精品牙膏，看起来就是对超级尊爵不凡的感觉。好，时间来到了5点，C 当 Police 的作品哦，所以说我们 C 当 Police 不只有龙虾装，还研发了巧克力口味的牙膏，是吗？7.07分，这不是玲玲学长吗？玲玲学长吃口气，我今天也获得了很多的糖糖，我很开心，谢谢你们喜欢可可爱爱的猪猪，然后也感谢你们赞助的很多的糖糖，我今天可可爱爱的收到了很多糖糖，超开心。想到牙膏了，想到OR，我知道我在用的这个品牌是吗？就好像是打屁股啊。但猪猪吃不到吗？不会啊，
啊，你们赞助过来的，算是钱，猪猪可以自己去买糖糖啊，不是吗？所以也变相的，我收到了很多的糖糖啊，对不对？谢谢大家，我收到了好多的糖糖。我在为各位可可爱爱的唱一首可可爱爱的歌，要是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赞助很多很多的糖糖给猪猪。林夏夜莺、以拉塞，谢谢你们，因为明天没有办法开台，没有办法一起庆祝去口去，但是我们今天提早一下，我们可可爱爱的来唱个，看一下下一首歌。哎，谢谢米叶加入29个月的猪仔专员，然后夜莺加入了3个月了，谢谢你们，去口去 ，Happy Halloween！ 明天要高雄要上班的话，是不是就要开台工作了吗？如果明天高雄没有放假的话，对，那就是工作，很可能是工作台，然后你们可能就是继续陪我安静的，因为我把音效关掉，就是要筹备一些演唱会的东西，或者是不能让你们听见看见的东西，这样子。对，反正呢，我们就未雨绸缪一下，我们先假装明天可能不能开台嘛，对不对？对，我开心收到大家的糖糖。然后台风给我在攻击北部，你的云林南投不知道要不要上班，好，你们就可能等一下晚上的那个上班上课的公告后，要在家看老婆工作。你说明天原本也要挂休假不是吗？对，明天原本是挂休假，对。不过我想说，如果明天运气好，居然没有放台风假的话，搞不好也可以开个工作台之类的这样子。2次机会应该是很高的机会可以放吧。好哦，来，我今天为各位带来最后一首可可爱爱的歌，真的是唱什么都可可爱爱的哦，可可爱爱的啊！我的外送到了，我的外送在4点42分就到了，真是太棒了，真是太专业了。我要可可爱爱的在唱。看一下，可可爱爱的可以唱很多首歌哎。好，我们这首歌也绝对是可以可可爱爱的发挥。如果放台风假的话，是不是要等到9号吗？下个礼拜基本上我会全突发，以筹办演唱会的各方面的准备为优先，所以我不会排任何的行程，就是突发。对，所以如果明后天放假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有机会见，但是不会开太久的台，顶多1次或2次。嘿，真的是这样，或者是都不敢开台，我就是专心筹备演唱会的东西。反正就是在看怎么样，在等猪猪公告。总之去口去，谢谢你们今天给我这么多的糖糖，我要为各位带来最后一首可可爱爱的歌曲。就决定是这首了，我要把我麦克风拿出来啊！等一下，我要拿出来怎么？好，拿出来了。这个叉子是我的麦克风。好，可可爱爱的献给大家。超级可爱，即使被猪猪戳也不痛哦，期末不痛。诺言いらっしゃい。你皮忘了带走，那是我们旅行的时候，淋着大雪，手挽手去买的，什么都总会旧的。的无奈的心的，却没选择可可爱爱，体谅地相信你只是爱累了，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
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只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其实心瓦解斑驳啊。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少的事越多的感受，时间像本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的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的你自由腻了以后，回来记得问我，用爱回过我，做醒不来的梦。哪有碰？我现在叫我妈妈来唱第二段哦。哪有碰？唱歌真的很累耶，我要叫妈妈来唱，然后唱完再对妈妈始乱终弃。我要做万圣节最坏的猪猪。我要更多的糖糖。咪咪，いらっしゃい。什么都走回旧的，吐露苦涩无奈的心的，却没选择。体谅的相信你只是爱累了，却不是有别的人替代我了，连自己都想问我为什么，只抱抱你就放手，想好好的，其实心瓦解斑驳。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少的事越多的感受，时间像本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回来激动问我，用爱回过我，醒不来的梦。寂寞不痛，痛在念旧，越少的事越多的感受，时间像本小偷，把幸福打破，留下了碎片让人难过。寂寞不痛，痛在做梦，幻想当你自由腻了以后，回来激动问我，用爱回过我醒不来的梦。谢谢大家，刚刚那个是我妈妈，很厉害吧？好，妈妈你可以下去了，去吃面疙瘩。我今天要做万圣节最孝顺的女儿，我叫我妈妈去吃面疙瘩，然后我留在这边淋糖糖。谢谢大家，我是万圣节最孝顺的猪猪。我妈妈唱歌超好听的，我跟你们讲过了，对吧？我还在比个谢谢你的冰淇淋，我今天获得好多糖糖，我好开心。我不碰，哪有碰？我头上是精明干粮好吗？这女儿真孝顺。加起来那个音真的很难拉长，我尽力了好吗？我们欢迎 Vivi 大家吹口气 ，Happy Halloween，Vivi， 谢谢 Vivi 的到来，感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糖糖，是不是？然后虽然说明天如果放假没办法开台，但至少我们今天先要了很多糖糖了，是不是？难怪我爸都跟我说，最没良心、最无情的是自己的小孩，对妈妈始乱终弃，寂寞不婆婆哪有，太厉害了！这样妈妈一定没给够糖果，所以一直被捣蛋吗？因为妈妈都不给我糖果，真的我们家妈妈她真的不吃糖，
对，所以我每次如果想要吃糖果、吃冰淇淋、吃炸鸡、鸡排，我真的都要躲起来吃，你知道？超级可爱，这集叫声吗？真的吗？巨可气，谢谢大家，这个分工真好，谢谢。对，妈妈都帮我唱第二段，最孝顺的女儿。好，小乌龟，お疲れ様，お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谢谢你们今天给予猪猪这么多的糖糖，希望这个可可爱爱的歌回，对，可以带给你们美好的下午。然后明天放假就是跟着放假，没有放假的话，看有没有机会开个工作台。对，然后总之现在真的是倒数11月9号的演唱会啊！我其实好紧张哦啊！我其实想到真的很紧张，还是真的会紧张啦。对对，就是好紧张，说不出话。对，然后总之希望可以顺利啦。对，这样子的一个展演形式很期待，很感谢，但又很希望自己可以表现的稳稳的精明干练。对，就辛苦了，谢谢阿英师，谢谢你们，然后也谢谢你们，就是各方面的让猪猪把这个本土文化一步一步的把它具现化了吼，在演唱会上面放罐头塔，哇靠，真是他妈的，真的不知道是哪个逼有办法这么做。对，就是朱棣卡，就是我家面线，你们都是我的骄傲。然后也感谢就是这次就是有一起募资，然后完成罐头塔这个具现化的大家，已经把清运的工作分配好的大家，谢谢你们。11月9号真的很感谢有你们，对，然后一路呢各方面。然后也更感谢的是5分钟瞬杀我们 VIP 演唱会1对1的小队都有资格的你们，再次感谢。然后我们现在的其他票种依然持续热卖中，也希望大家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展演形式有兴趣的，一定要支持起来，好不好？这样子我们高几率才有下次，好不好？小时候妈妈都不买糖糖给我吃，长大之后像每次回家我妈就一堆糖糖给你吃，你要这样弥补吗？心脏不够大，心脏够大呢，节奏才紧张吗？我其实现在就很紧张啊。好了，该回家了啦。好啦，我孝顺的女儿要回家了啦。找不到婴儿车的部分，等一下，他娃是想赞助婴儿车的部分吗？比赛前，对不起大哥，都会想象自己拿到什么 MVP。的场景就不会紧张哦，全场就你最帅这样吗？不知好像还没开始吗？对，我还没有开，但是我想好像是开关先生自己很像会去私讯你们之类的这样子。对，因为这部分很像开关先生那边会有动作，对，所以木质这边我就不会开。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胖哥伊拉塞，谢谢你们，我们差不多要找可以降落的地点。谢谢大家给予猪猪的各种糖糖，各种欣慰，各种开心，谢谢你们。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可以降落到好像是开关先生会通知你们，那就麻烦开关先生，我们等开关先生动，没有错，我们就等他动，知道吗？想唱我猪在台上唱作，我觉得我会我觉得我应该会到一个不要之类的这样，对，我觉得会，对，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说，对，你们没有看错人，真的是朱棣卡本人，对，完全没在唱，对，真的不唱的，知道吗？没在唱的啦齁。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这个时间要降落到哪一位香香的老婆那边去呢？香香的老婆，对，看那个海豚音就知道齁，嘿，我也这么觉得。听那个海豚音就对，绝对你们没有来错场，绝对就是我齁。辛苦你们了，谢谢，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去一下齁。然后总之台风应该是蛮强大的，大家都注意安全齁，小心注意安全。我看一下，我们要降落到お疲れ様です。我们去找悉尼玩吧。我们去找悉尼一起玩玩哦。好，谢谢你们，去口气，祝福你们有美好的
台风假。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台风假，但是注意安全啦，不要跑出去哦，乖乖的，好不好？お疲れ様，谢谢你们。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しに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心理讲的频道了，过去跟心理讲打招呼，然后期待明后天可以见。如果没办法见，就是下礼拜见，好不好？大家拜拜 ，Trick or treat，Happy Halloween，拜拜拜拜。